好，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刚刚有同学问说，等一下我的耳机。刚刚有同学问说，秋季班的时候啊，就是秋季的藏语中级的时候，还是会在讲说虚词吗？当然会啊，哈，因为那个藏语中级的同学，有些甚至只有上过入门上而已，可能因为那个法光的简章上面是写。只要会拼音就可以哈，所以它可能程度比我们在座各位同学还要差，当然是要讲哈。那但是差别就是说，中级的时候是我们遇到的时候才讲，好，那我们现在入门下的时候，我们就是全讲，全部讲哈，包含这个八转身，还有八转身以外的所有的虚词，好。自由也好，不自由也好，然后甚至我们连句型我们都有讲，好，然后还有这个那叫什么动词的部分，好，那个动词的理论其实是非常难，差别在这里啦，好，但是我们当然中级还是要讲，不然那课也没有办法上哈。那入门下我是很希望我一次教给同学，哈，就是全部就是我会的我都教同学哈。我现在都回想起我18年前上过什么，然后赶快补充进去哈。可是我要跟同学讲，我当年也不是一次就会，也不是1年就会，好几年。我入门上就是基础班，我就上了5次，好，所以我要跟同学讲，不是你不用太紧张，因为有同学还在练拼音哈，没关系，你就慢慢练哈，你练完还是可以录给我哈，没有关系哈，因为我们现在入门下的宗旨是希望同学学这个句型跟虚词，好，那单字不是重点我跟他们。那个建材不是重点嘛，就是有跟同学解释过哈，那个单字你可以慢慢记哈。那这个我们今天有补充2篇，就是我多给的，昨天没有寄给同学哦。我们先看讲义好了。好，就是我多给同学2篇，有一篇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好，本体格2个转身，好，最后2个跟呼格，好，第1跟第8，好，然后再来是不自由虚词2个，好，这2个我蛮重要的哈，在不自由虚词格助词以外不自由虚词里面，它算是很重要，好，就事及词跟代语词，好，这是第1份讲义，然后第2份讲义是我刚刚我早上才临时加的哈，哎。然后呢，等一下，OK，然后这个，等一下，这个哈，我要跟同学讲哈，这2篇哈都是符藏文，就是我们给同学这2篇都是符藏文哈，但是一个是这个符藏诗，好，这个乌间秋秋秋得1008，哦，就乌金秋吉得1008。尼玛派的符藏师，他挖掘出来的哈。我跟你讲，同学寄送真的要寄我去那个拉萨的商业寺的时候，好，就是那个领队叫我们要赶快念连诗7句7句祈请文，可是我不会那个好，然后他们就说，反正要念诵，起码也要念连诗心咒。好，那还好我有学过，因为当时我们是学唱这首歌，还要学这首歌，所以我就在那个商业寺里面，我就那个持诵，然后做大礼拜，然后有一个就是当地的这个喇嘛经过，他就说你怎么会念这个？他也觉得非常的讶异，而且我自己个人觉得加持力是很大的哈。好，然后另外有一篇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颂文哈，就是也会引用它里面的句子，这是以前我们在中心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共修的时候都会念诵的，好，就是极乐净土祈愿文，它也是符藏，可是它是意符藏。好，他是明珠多杰，好，那个仁波切，好，在13岁的时候，在萨嘎达哇4月份的第7天，好，然后亲见本尊坛城的时候，由阿弥陀佛亲口所传，好，就是这个是意符藏，好，这2篇都是符藏，这篇也要记哈，因为今年4月，我父亲往生的时候，然后那个他们也是叫我们要赶快念颂文，然后大家都不知道念什么，幸好我有学这个，好，所以我要跟同学讲，其实这个书到用时方恨少，好，我们要赶快先学起来。那我是希望同学不用太紧张了哈，因为我也从来不背单字的哈，可是这些藏文歌我都会
就是会反复的去唱诵，好，不管是颂文也好，经咒也好，早期我们甚至在德基书房有开一堂课，全部上那个咒语的，因为那些同学可能都没有学过藏文，可是唱诵咒语，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哈。然后这个或者是说唱一般的歌啦，然后思念故乡的歌，情歌我也唱啊，我也不没有忌讳。好，所以我跟同学讲，你就是用放松的心情去学习这个藏文就可以哈。好，那我们来，今天的课简单了哈，坦白讲是简单的哈。好，我们今天是2022年8月19号，礼拜五哈，那是暑期的藏语入门下好的第5堂课。那我们今天要上的主题是最后2个转身哈，第一转身我们是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啦哈，因为我们那2个头尾2个最后教哈。好，然后第一转身的本体格跟第8转身的呼格，好，另外还有不自由虚词哈，格助词以外的不自由虚词，好，市集词，好，跟代语词。好，那这2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哈，我比较喜欢重要排前面上。啊，那有同学可能一下子觉得负担很大哈，可是对我来讲，我觉得本来就是比较常用的、比较难的，我们先学，我们再遇到后面的句子，再有遇到它，你就更熟悉，这样不是更好？好，就跟我们学后加字一样，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学习方式哈。好，然后呢，严格上来讲哈，因为我们的本体格哈，就是第1转身的本体格跟第8转身的呼格哈，其实这2个使用的都是零绝对格哈。这2个，等一下我们都有例子啦哈，我只是怕我等一下忘记哈，然后每天都写一个稿子哈，就怕忘记哈。好，因为这2个都是使用零绝对格哈，而且我们入门上甚至是教不要加，好不好啊？那因为现在已经是入门下了哈，我们要给同学正确的概念。其实它虽然是零绝对格，可是它是有格位的，它是有占据格位的哈。好，2个我们都用空集合哈。好，因为它2个都是使用零绝对格，看不到格标记，却有格位的存在。好，而且本体格和呼格还有一个共通的特点，它们2个共通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们除了哈那个实词哈隐形的格标签所标示的那个实词哈，除了显示实词本身之外，好本身的意义之外，不牵涉动作的能所关系。好不好哈？那个本体格跟呼格2个都有这样子同样的一个特色哈，而且在范文当中，它们2个形式也非常的相近。好，多半呼格都会使用它原来的，就是那个实词原来的原型。好，就是没有字尾的变化。好，那本体格顶多加一个呵的气音而已哈。那其实感觉上是非常的类似的哈。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2个哈。一起教，我习惯是一起教，不要把它拆开。好，因为早期我也是傻傻的嘛，反正拿起来就第一转身开始教哈。那因为我们以前切记哈，本体格千万不要翻成主格，拜托拜托。我跟你讲，那会误导你认为它是主词，你知道吗？哈。真的不要哈，我们就是第1年就是这样，就是傻不隆咚的哈。然后因为那个以前的教材就是写主格，我们就翻主格，就那同学都以为他是主词啊。尤其我们班上有个大师兄，哇，他就一直在那边乱哈，就非常的烦哈。所以我要跟同学讲，千万不能翻主格，主格你会误认为它是主词，绝对不等于。这个不要这样翻，然后主格也不等于主词。我要先跟同学讲，不然你看我们第1堂课就毁了，就后来就觉得很烦哈，就是觉得很那个，就开始怀疑人生哈，不想教了哈。好，所以我要跟同学讲哈，然后那个本体格的概念哈，确实不好懂。我要跟同学讲，等一下我跟同学解释哈，尤其是当他担任。其他有几个好懂啊，我们等一下我有细目哈，可是有一个是最难懂的哈，就是当他担任这个及物动词的直接受词的时候的直接受词 be 的时候，这个真的很难解。我要跟同学讲，如果你听不懂，你就维持我们入门上的那个说法哈，就是因为这个直接受词直接受词是及物动词直接碰到的对象，
所以它跟及物动词之间不要任何格助词阻挡，你就维持这个。我现在就是聪明了，有2个方案，好不好？不然一定有同学一直跟我回哈，就是你如果不能理解，你就采取那个一样可以过啊，因为我这样的小朋友一样这样教嘛哈，那不然你要怎么教他？好不好？我们总是有取舍嘛哈。好，直接受词 be 的这个本体格，这个很难懂哈。我记得以前哈，因为我现在突然哈打通任督二脉，开始回想起，我记得那一年哈，廖本胜老师来我们法光当客座讲师的时候，他有教我们哈，他有举一个例子，他说比方说哈，佛陀对弟子说法，我记得他讲得很清楚，可是我有问他说，我等下跟同学讲哈，可是他又不赞成我那样做哈。佛陀对弟子说法，可是我觉得他这个例子是很好的哈。好，这个我们在入门上就有问过同学嘛哈，到底弟子跟法哪个是直接受词，哪个是间接受词哈？那有同学很聪明啊哈，好，这个法呢哈是直接受词，就是直接被碰到的哈，这个是 B。好，然后这个弟子的话是 C 加上拉雷格。好，那我记得很清楚，当年廖本胜老师就跟我们说，其实在这句话当中，哈，这个法其实是一个中立的角色。好，法是被佛陀对弟子所宣说的一个事物，这样可以吗？它是中立的角色，所以它使用的是我们的本体零绝对格，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哈？那我就问那个，我就问那个，因为那个时候我本来就是要接着廖老师之后接法光的老师，那我说那我可以教同学说这个作格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翻成说法是被佛然后宣说，所以我们这个作格标签是不是可以翻成类似像那种那叫什么能动的，好能动的能作格。好，我问他说可不可以翻成能作格，然后有点被动的味道。可是廖老师他就说这样不好，他说你如果再用主动被动的角色，因为照理来讲藏文是没有主动跟被动之分，那个中文才有。好，你翻成中文的时候，你才有那个主动跟被动之分。而且以前我们班有个中文系的同学说，其实被动是好像是唐朝以后还是才有的哈，本来也是没有的哈。那所以我要跟同学讲哈，就是如果不好懂啊，因为那个廖老师不赞成这样哈，因为他觉得你在把被动的那个关系弄进来就更复杂哈。那我再讲一次啊，廖老师的意思是说，法在这句里面其实它是一个中性的角色，它并没有牵扯到动作的能所关系。好，法呢它是无辜的，他被佛陀宣说对弟子，他被佛陀所宣说，然后他的所及的对象，间接所及的对象是弟子。好，那本身他是无辜的，他什么都没做啊，所以意思就是这样。好，所以直接受词使用本体绝对格的原因就在这里，好不好哈？那如果同学不能理解没关系，因为当年我确实恍然大悟哦，原来为什么这个直接受词我们要使用本体绝对格，原来原因就在这里哈。好，那如果不能理解的话，那就维持入门上的说法。好，我们就维持说，因为呢，直接受词是被及物动词直接碰到的这个直接碰到的这个词，好，所以呢，我们中间不要有任何格助词阻挡。好，那往往也会形成三音节动词哈，那这样子就理解也无伤大雅啦哈，因为我小朋友是这样教，我们照样讲得很好，照样考99分哈。好，所以我跟同学讲，就是不用担心哈。然后呢，今天的课程后半部后半部哈，我们要进入格助词以外，完蛋了哈，我们要进入格助词以外的哈，就是这2个事集词跟代语词呢哈，是格助词以外的不自由虚词。好，这前2个而已哦，我们下礼拜还要。好，就是格助词以外的不自由虚词。我跟你讲，我以前教完8转身，很多同学他就不想再学后面这些虚词了，
因为他觉得好累哦，就是很疲乏这样哈，很那个弹性疲乏了哈。然后我要跟同学讲哦，当年我有跟同学说哈，格助词以外的不自由虚词哈。或者是自由虚词，它其实不像格助词那样和句子里的动词息息相关。好，它反而哈，我们今天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哈，它反而比较像比较像这个连接词，它是连接句子或句子之间，或是子句或子句之间，有的小短句也可以哈，它比较像连接词。等一下，好，比较像连接词。好，然后呢，甚至我们这个礼拜今天教的了比较像连接词那下礼拜我们还会再教一些就是不自由虚词那它就比较像，甚至有的比较像标点符号。好，包含那个逗点啦，句点啦，还有这个破折号。今天就有破折号然后还有这个语气词，语气词、疑问词都有起始的语气或者是这个疑问的语气都有就是它就是语气词单元语气词或者是不定冠词，冠词不定冠词。我以前都这样讲那很多同学他就这部分他就放弃了自动放弃可是我要跟同学讲就是说。而且我要跟同学讲我们下个礼拜跟今天的后半部的这不自由虚词，跟下礼拜一的不自由虚词其中有很多后来都会被自由虚词取代，因为不好用尤其是那个离合词离合词都后来都被取代光了就甚至很少，就是口语几乎是不用那只有书面语偶尔就是比较显摆的同学比较厉害的同学会用而已，其他真的很少会用。这样的小朋友会用他们的这个作文里面还很多用到很古老的这种不自由虚词然后其实我要跟同学讲，很多都会被自由虚词取代但是我要跟同学讲如果你要学习这个翻译自范文的这种经典，就是由翻藏的由范文翻成藏文的这种经典当中你其实是还看得到很多这样子的不自由虚词。比如说我们现在汉我们都用唐，因为唐是自由虚词，我们下个礼拜二教。可是早期其实都是用离合词，它有11个变体，就每一个唐字都不一样，一直变来变去那我要跟同学讲，如果你要深入经典的话你还是要学这些那个虚词格助词以外的虚词我要跟同学讲然后另外呢，我们要跟同学说，就是你如果放弃这一块，你的建筑就少了那么一点点小螺丝因为我们格助词以外的虚词，就像我们那个一开始跟同学讲的，我们建造一个藏文的建筑然后这个钢骨啦然后这个水泥啦建材都有了但是你就少了那些小螺丝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有些同学他的藏文就是这样，不管你听他讲话写藏文都是这样就是他句子跟句子之间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他讲的一句，他下一句跟他根本牛头不对马嘴让他自己也不自知然后呢他句子跟句子之间缺少这种承先启后的连接词然后他讲的话里面没有什么因果关系、前后关系没有什么转折对比的语气然后没有什么这个假设语气，什么都没有他就到最后就变成说每一句他都独立存在，就是他去背那种一般口语绘画情境式绘画那顶多就嘘寒问暖而已你跟上司请法的时候，你根本就请不到很深入的法，这样可以吗？所以我跟同学讲，我们还是要学习这个它会让你的说话讲藏文或者是写藏语连接前后的文意不会再让每个句子是单独存在的，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小兵立大功是很有用的好，然后呢，
我要跟同学讲，像我现在藏语中级所选的教材。因为那个陆陆续续一直有同学建议我说要使用什么教材，有的教材我一看我就不喜欢啊，因为第一个就是它格助词省略的太严重了啊，因为坦白讲口语是可以省略的哈，尤其很多达木萨拉那边那个写的教材，就是藏文跟中文对照那种，就常常会这种。就跟我们当年学的 Modern Tibetan Language 那样子哈，就是他很容易犯这种错误，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把虚词省略光了哈，这种我就不会采用。好，然后因为我要去还原，我很累哈，我不想哈。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说，如果他的文章是每一句都独立存在的，没有连接词，我也不选。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个没有一个整体，我喜欢一堂课就上一个完整的文章，有意义的，有文法的，有连接词的。好，有句型的，有格助词，什么都很完整。我希望是这样的文章。好，所以我现在选择教材的时候，我眼光非常高。我们几乎不能开倒车哈，他们给我的我拢无介意哈。但是有几个同学就是后来，因为他们学得很好，然后去那个其他地方留学哈，还有帮我拿到几个还不错的哈，包含这个印度那边好像有个图书馆，好像它里面的教材都还不错。好，就是我觉得比较好一点，我比较喜欢的哈。好，我也是倾向比较喜欢这种有意义、有前后连贯、有起承转合的文章。好，那有时候我个人觉得哈，虚词用的得体，其实比实词用的漂亮还要更重要。这样可以吗？好，你不要找一些这样。你说哦，这是优美佳句哈，可是问题是你学那一句，你只能讲那一句嘛，然后你前后你第一句很优美，然后第二句很差，这样也不行嘛。好，所以与其你说实词用的很漂亮，句子词藻修辞很优美，我觉得不如你整体来讲，你的句型跟文法是用的很得体的，尤其是你的虚词，甚至句子当中的格助词跟句子以外的格助词以外的虚词，你都用的很漂亮，我觉得那样反而比较好。我跟你讲，上次比较喜欢跟你这种人聊天，他不喜欢跟那种这样满嘴活绿绿，然后讲一大堆法器哈，可是他讲不出一句完整的藏文，好，这样可以吗？好，我觉得我今天唠叨过多了。对，还有跟同学讲哈，因为我们今天的那个不自由虚词开始，我们用的就是西藏文法典研究的这个那个讲义哈，就没有另外一份讲义哈，所以它比起来真的会比较艰涩一点哈。我有一个歌词的啦，可是还没有整理哈，西藏文法典研究。就是肖老师著作的那本书哈，里面的例句哈，那它里面我们影片里面有30颂的颂文哈，我们就不教了，我后来就把它全部拿掉。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接下来哈，就是等我们这些不自由跟自由虚词上完，我们会有2堂课是教善说述网论，这要跟同学解释，不然说老师你怎么把那些都拿掉？因为30颂不好懂我坦白跟同学讲哈，松就把不好懂。图面找不出来啊。那个大吉酒吧更难懂哈，它本身颂文不好懂哈。那我们不如哈，因为后来我有教，我也不是一开始就有教，我一开始教30颂，大家睡的跟什么一样。后来有同学激我说，别的地方有教善说述网论，好，然后那个学费很贵，门槛很高，激这样吧叫我教，后来我就真的有教，我就花2堂课，一开始花1堂来不及。后来我用2堂善说述网论，好，然后呢，用它来解善说述网论本身是解释30颂的释论，好，那用它来为我们的虚词格助词跟格助词以外的虚词做一个总结，其实是很好的。好，所以30颂我们就不解释哈，我要先跟同学讲一声。好，那我们来进行今天的课程哈。我不敢讲太久了哈，每天要给同学拖到5点哈。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第一转身哈，来 nam ye tang bo。好，第一不能讲七八哦，好，因为我们第2是尼巴松巴，第3这样没有错，可是第1不行，好不好？我们没时间教数字了啦哈。好，所以第1是 tang bo。好，那 nam ye 是格助词，或是转身判位词都可以，随你。好，那模是体性，讲体性也许太严重啊，你可以说意义也可以哈，因
因为体性在藏人来讲，体性跟定义都很严重的哈。好，蹲把是动词哈，视线，这个不难啊，你不会也无伤大雅哈，因为它反正看不到嘛哈。好，那札的话就是词或声音。可是我觉得它概念其实很重要，这也是廖本山老师教我们的哈。好，来我们来念一次，来，那么夜躺波我蹲北闸，好，就是本体格，千万千万千万，拜托不要翻主格，不要哈，因为很多书都写主格，包含我的课本第一版，好也是用主格哈，拜托不要翻主格。因为你很容易误解它是主词，其实它跟主词不一样，就是跟我们那个入门上的时候那个 A 的概念完全是不一样。你如果这里误以为它是主词，全盘皆输，全盘皆输，我不骗你哈。你第一转身，尤其是如果我学期一开始我就上本体格，然后我又教主格。真的全盘皆输，你后面根本一句都上不下去。好，这是我以前的惨痛经验，好，当老师之后的惨痛经验。所以千万，虽然我心里知道主格不等于主词，我自己知道，可是学生不会知道的，而且你很容易造成你的误解，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哈，因为我们以前有学过范文，我们有懂一点点。啊，这样跟同学讲，很惨痛，很惨痛哈。因为你在遇到大师兄那种学生哈，真的没辙哈。好，那使用的是一个零绝对格，看不见的标记。好，所以今天我们的那个，我们就整句好把它 mark 哈，就用不同的颜色，因为它没有标记哈。OK， 好，那我们来看哈，好，这个是玄奘法师说的全诸法体，我觉得这句讲得很好，诸法之体性。好，就是这个词呢，只有全说它本身的意义。好，然后使用的是绝对格，或称为圆形格，或者是你叫它零绝对格也可以。零绝对格还蛮好懂的哈，就是没有嘛，零嘛哈，好，零绝对格。然后你自己标的时候，你就给它一个空集合。空集好像不是这个符号哈，但没关系了哈，就我就直接抠，不是正的不行哦，这个还可以哈，这个不行哈，我去网上查，这个是不行的。以前同学说老师那中是什么？不是，是零绝对格，绝对格哈。好，或称为圆形格。好，因为范文当中它大部分都使用圆形，好，只是多一个和的气音，好，多一个 h 的气音。假设它是啊结尾，我们那天有给同学看嘛 ，day one 对不对哈？比如说 day one，day one 好，呼格就是 day one 天哈。好，那如果是本体格就是 day one 好。它就加一个这个气音而已哈，这是天的本体格，好，然后这是天的呼格，几乎是圆形啦，多一个气音而已哈。这个是天，天啊那个天哈，你又 deva 就是天呐、啊，就类似这样。那如果讲 deva 和，就表示说天是主词啊，比如说天降临人间啊之类的哈。不及物动词的主词哈。好，那我们来看哈。好，虽然哈它没有任何格标记，我们刚刚跟同学讲哈，没有任何记号，但是在句子当中却有文法的作用。这个入门上是不适合教的。好，小朋友我也不这样教，因为你这样子你会让他精神错乱哈。所以先不要教，我们那时候就叫不加哈。可是我们到入门下，其实是从幼稚园直接直达研究所哈，所以呢我们要教哈，因为你要给同学第一转身本体格的概念哈。好，然后呢，因为本体格它的意思就是说，我敦把的意思就是说，它只全说实词本身的体性。好，如果你怕体性哈，因为体性比较严重，你会害怕，那你就说意义。好，比如说，那同学不见了哈。我只有知道那个人的名字，他不见了。好，比如说我呼唤某个同学哈，他不见了哈。好，呼唤某个同学，然后他这个耳朵很痒哈，就是我除了叫他之外，我不这个词本身并没有能所的这个意味在里面，
这样可以吗？好，或者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法被佛陀对弟子宣说，其实法是无辜的，哦，我什么都没做哈，类似那种味道哈，它的意思就是这样，好不好哈？有几个很好懂啦，比如说不及物动词的主词，这很好懂，比如天降临人间，这很好懂，好，因为不及物动词本身就是能所不相异动词，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呢，当然它就是不牵涉动作能所关系，因为能所不相异的意思就是说它的这个所作跟能作是同一个体系，所以它本身就是没有动作的能所的，它这个动词本身就是没有能所的差异，好不好哈？所以当然这个很好懂，可是最难懂的就是说它是及物动词的直接受词，那比较难懂哈。好，不牵涉动作的能所关系，这很重要哈。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动作动词的地方，我们就一直在讲能所的概念哈，包含及不及物，就是以能所相不相异来决定，还有我们有能所构词法，好，那个很重要，好，比方说，那能所构词法很重要，比方说歇家，好，跟歇借，所知跟能知，这我们有收集哈，我会给同学哈。好，那比如说邦家、崩解、邦家，对，跟崩解，这就是能所构词哈。这个就是能所的概念哈。藏文的其实它的动词概念能所是很重要哈。比方说这上面这个是所知，好，然后呢这是能知，所知就是对境哈，能知就是心事。哎，可是上次辩论的时候你要小心，我们到时候再跟同学讲。会小心，不然掉入他的陷阱哈。好，然后这是所断，好，所断，比如说烦恼哈，能断，崩戒是能断，好，这个词根要改哦，时态要改哈。谢因为它没有30的差别哈，能断，好，能断是对治，好，所断是烦恼哈，那能知是心事，所知是那个对境，好，或者说能知是主体，所知是客体，像这种很重要，尤其是很多能所构词法所造成的词汇，好，在佛典当中是非常多的哈。还有比方说你学英名的时候，能力跟所力，好不好？能力因跟所力法很重要的哈。好，所以这个要跟同学讲哈。所以呢，本体格哈，就是所以它称为本体格哈。然后或者哈，它有另外一个名称，我们一开始有跟同学讲，好，就是这学期的第2堂，我们的第2堂课，礼拜2那堂课，它也叫做名增体札，好，就是为名格，就是它只有实词本身含义而已，没有动作能所关系，这样可以吗？他是无辜的，他什么都没有做哈，他是被人家做，然后给谁哈？他什么都没有做哈。好，所以呢又叫做名增体札，这样可以吗？好，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比较简单。好，表不及物动词的主词。好，我今天有解那个句型，好，就是我们那个第2堂课的这个3大基本句型9种句型结构，好的不及物动词的动字句，好，就动字句里面的有分及物跟不及物嘛，好，那如果你使用不及物动词的话，好，首先第一个哈，我们当时跟同学讲，我们入门上是跟同学说他不要加，对不对哈？那我们这里要说这个不及物动词的主词，好，它是本体绝对格，第一转身的本体绝对格。好不好？啊，拜托你卡个空集合，它有格位的哈，有格位的哦。我也可以照那个入门上那样教审视，可是那是不对的嘛，好不好？本体绝对格，或是你讲零绝对格都可以哈，没关系。好，那但是不及物动词的受词其实是要哦，因为它你看嘛哈，这个为什么好懂？就是因为不及物动词它本身是能所不相异动词。好，你去字典查，它就是掐。我们刚刚那个能所构词嘛哈，掐借、踏米忒吧。他们在社类学讲意义的时候哈，就是不是一就是异，不是一个就是相异的哈。
好，所以能所不相异就表示它是相同的，不是异就是异，这样可以吗？啊，就是他们的分类一跟异的概念是这样哈。所以他米特巴的意思就是说，它的主词跟应该说它的能做跟所做，我们现在不要讲主词啊，能做跟所做其实是同一个概念。同一个事物，同一个体系，好，你可以这样解释哈。好，所以当然它就没有分这种，那叫什么？它就没有这个不及物动词本身就是没有动作的能所关系，这样可以吗？好不好？不及物动词的概念就是主词一个人就可以完成，它不需要受词，所以它没有能所的概念，这样可以吗？没有能所的对立，好不好？没有能所的对立，好，这样解释应该可以哈。不及物动词呢，没有能所的对立。那主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我一个人来就好了哈。好，就没有能所的对立。所以当然它的主词就是使用本体绝对格，只权说他自己本身实词的体系不牵涉动作的能所关系，就刚好符合哦。所以没有能所对立。这个我们今天只有概念难懂而已哈，其实例子很简单，就算你不会也没关系，因为你本来就看不到哈。没有能所对立，我们这样讲可以对立，因为这不好解哈。不及物动词，我们之后在动词还会再教一次，不好解哈。好，这个可以吗？好，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 A 本体绝对格，好不好？好，你看我们先教句型是不是很好？好不好？谁说先教格助词好啊？乱讲。OK 啊，那我们来看哈我跟你讲，我发现一个例外的哈，金琼格拉波，他居然不是说金格拉琼琼哈，好，没关系啦，好，这好像他特别的昵称哈，因为我们之前讲说两个形容词哈，那个性质的会靠云比较近哈，中心语哈，然后这个琼琼大小会离比较远，可是有例外呢，好像这也不是规定哈，就是大家的那叫什么，约定成熟了哈。那当然像这种。比如说他的小白云哈，不是那个哦，不是那个艺人白云啊，你讲他像白云会被老师记警告哈。好，所以不是那个小白云哈，好，就是他可能是一个昵称啦哈，所以他就金琼 gerbo， 好，这里刮起来哈，这个就是 A 加做个标签。我们刚刚的不及物动词的主词使用本体绝对格哈，因为它这里配。好，是我记得这个例子我好像用过哈。好，不及物动词，而且是个敬语哈，而且它这里用穷哈，已经有向内的味道，好像有用过，这样可以吗？哈，好，那这里我们昨天教的从格哦，从南方而来，从格你可以把它单独刮起来，它就是从格，好，就标示的是动作的来源哈。好，然后呢？后面这个是那个没关系啊，这里是一格，场一啊，你可以刮起来。文法哈都是交错在一起，我们中级也是这种句子哈，就是他就教，不可能说以前我们学生就说、老师你可不可以就举一个简单一点的例子，只有这个格助词的用法，哪有可能？一个格助词怎么构成的？哪有可能哈？好，这里的雷哈要小心，这我们昨天刚好有教哈，这里是 V1 哦，你看这个例子多好，刚好昨天的哈，然后呢加上雷表示然后，好，然后呢之后会有 V2，这是 V2，这样可以吗？好，这很好哈，好，就是一指于蔚蓝的天空，好，一指之后而来，这样可以吗？好，所以金琼，这真的是跟我们讲的相反哈。好，金琼格拉波洛内佩球，好，小白云从南方而来。好，那安温是那个天空的爱称，就是蔚蓝的天空。好，安温拱朗哈，所以你可以翻成蔚蓝天空，或者说安温跟天空是同位语也可以，没关系啊。好，来安温拱朗的内容，它是依指着，就是依靠着天空而来的，好，就是从天上来的就对了哈。好，这歌很好听哎，安若雅哈，我们上次有听哈。好，然后再来是四字句当中的主词跟主词补语，这个很简单，这个概念就很简单哈，你根本就不用烦恼哈。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第一个教的句型，
好，那当时我们就有跟同学说，好，在四字句当中的 A 好是主词，B 是主词补语。好，那个是小朋友的了。好，那今天就跟同学讲，反正它 A 跟 B 两个都是本体绝对格，两个都是哦。第一转身的本体绝对格。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在四字句当中的时候，有跟同学说哈，就是判断动词呢哈，就是只联系这个 A 跟 B 之间的关系，不起动作，不起只连接 A 跟 B 的对等或不对等的关系，然后不起动作的能所的关系，就是它没有任何动作的能所的作用哈。本体绝对格，这两个都是哈。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就很简单哈，因为这个概念就很好懂。好，比方说这个是那个之前也有给同学听哈，就是那个流亡政府的音乐那个学院，好，它里面唱的一首歌，学域的呼唤，全部都四字句哈。好，所以这里的这个也是本体绝对格。好，然后 B 也是本体绝对格，哈。好，然后 in 的话就是判断动词。其实在入门上我们就有给同学当例子哈。好，球木朗玛我以拉西 in。好，珠穆朗玛是我的神山，这样可以吗？好，这简单的了哈，简单哈。好，这个也是同一首歌哈。亚龙张波，张波本来就是江哈。那个藏人学中文课的时候说，藏波就是江，你干嘛雅鲁藏布就是江，你干嘛雅鲁藏布江再加一个江哈？然后那个叫什么？南错哈，南错的错，天湖哈，就纳木错湖哈，那个错就是湖，你干嘛要在纳木错湖，然后再加个湖哈？他会觉得很多余哈。可是中文就习惯这样，他不知道那是湖的名称。这样可以吗？哈，所以亚龙藏波，好，雅鲁藏布本身就讲了哈。好，来，我以宁差，宁差就是血脉，这样可以吗？心的血，心血或血脉，哈。好，来，亚龙藏波，我以宁差饮。好像你看这个属格哈，就是宁差的。好，雅鲁藏布江是血脉，谁的血脉？是我的血脉。好，就加一个前置修饰限定语，这样干嘛？形容这个中心语。文法本来就是交错的哈，而且那个我要坦白跟同学讲哈，属格其实用的非常频繁哈，在 A 跟 B 的扩充当中，它几乎是不可或缺的角色。你总不能全部都用后置修饰吧？你总要用前置修饰吧？哈，所以它确实是用的很多。好，不然有的同学会质疑属格的角色，认为说它其实没有，老师它没有像你说的那么重要的，因为它其实它不用放动词，它就可以形成句子。它对动词没有那么重要，其实不是这样想，你不能这样想哈。你要想说，我们一个基本句型当然是我们最简单的 A 加 B 好，然后加判断动词。这是当然，这是我帮同学弄的啊，就是帮同学还原到句子最原始的状态，而且没有省略的情况之下，好，就还原成最精简的成分。好，可是我跟你讲，不可能你永远都是学悠悠班的例子嘛，它后来总会一直扩充，这算客气的了哈，只加一个属格而已哈。好，那日后它会扩充很多，甚至还有子句在里面，然后动词名化再加属格，好不好？所以属格其实是很重要的哈。好，这样跟同学讲哈。好，这个也是同一首哈，你看它的钢骨都一样，就换建材而已哈，就很简单哈。好，那个长格拉桑巴，这个白蜜我猜是不是酥油就是酥油茶。好，可是字典确实有白蜜哈，白蜜糌粑来 A 加上本体绝对格，我以谁求哈？比如说白蜜糌粑是圣食，好，或者说酥油糌粑是圣食哈，然后呢是谁的圣食？我的圣食哈，前置修饰限定语哈，好，或者是说邻属关系也可以哈，好，然后判断动词。这个比较好懂，好，所以这个单字不用背啦，我没有要同学背，我只要同学看架构，好不好哈？哪有可能那么厉害？我也学很多年才那样，哪里入门下就那个哦，那你就超越老师了哈啊！所以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哈。来讲歌了，张巴哪以谁就以，而且这我收集很久呢，怎么可能是一日造成的哈？很就是
唱了很多年的藏文歌哈，才有这些例子的哈。好，然后这个也是同一首哈，却堂吉凶，好，法汉典籍，这我们之前有举过了哈，好像四字句里面就有。好，这是 A， 好 A 用那个躺声并列连词，然后扩充成并列的两个成分。好，然后呢，可是这属格就是零属的哦，就又不一样哈，就是它的扩充方式会不一样哈，并列的啦、零属的啦、后置的啦、前置都有哈。好，是我的珍宝，努布是珍宝，好不好？就不写了哈。好，却堂吉凶，衙役努布引。好，法跟经典是我珍宝。那要特别注意哈，你看它这几句的主词哈，你即使是衙役努布哈，也不是第一人称，这样可以吗？我的珍宝也不是第一人称哈，所以它后面全部用引哦。同学拜托不要再被英文绑架了哈。好，这样可以吗？哈，就是它全部它都用主观意识的哈，就是自称的判断动词，好不好？哈，好 OK 好。然后这个也是那个也是一首歌哈，它是那个堆蟹，这我没有给同学听过哈。它其实这个是 A， 好，简单有一个连读变音啊。简单沙摩拉，好，它这个天女可能是那个女生的名称啦，哈，就是 A 加上这个哈有两个解释哈，你可以解释它是呼格，也可以解释它是主词，判断动词的主词跟主词补语都可以哈。好，简单沙摩拉，哪以你诺的影是我心中的宝贝，心爱的宝贝，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哈，判断动词我就不写了。这个最简单的哈 ，OK 啊，同位语我们目前没有遇过哈，可是我们今天给同学补充的两个颂文都有哈，还有这个，那个那叫什么，心经哈，里面超多的啊，比如说心经当中的这个观自在菩萨的名号哈，我看这里写比方说哈，我们心经里面的观自在菩萨的名号会是抢救身吧，因为它很长哦。这个是菩萨哈，然后身霸千波，这是摩诃萨，我们会叫心经了哈，因为心经也是那个开启智慧，身霸千波跟伏魔的法门，伏心魔哈，身霸千波，然后啪啪，今日是汪球。像今天里面就有用两个敬语哈，眼睛跟观看，今日是望去哈，还有这都是那个观自在菩萨的名号哈，这样可以吗？哈，好，就是菩萨摩诃萨圣者观自在菩萨哈，菩萨摩诃萨，哎，这样好了，圣者观自在菩萨。今天是忘球，好，所以这些都是同位语。同位语之间啦哈，后面不用哈，之间全部都用这个本体格，就是他们都相等的意思就对了。好，因为他们那个那什么，它有两种解法，一种就是说它是同位语，然后另外一种就是说它省略判断动词，啊，它基本上它们都是相等的，这样可以吗？然后这些词除了宣说他自己观自在菩萨的体性之外，没有牵涉动作能所的关系，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就前面这几个啦，当然后面如果有动字句，最后一个要加，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好，就这几个哈，菩萨、摩诃萨，这我们会教哈，也有讲义。我们教佛子行的时候，我们会给同学所有37颂的讲义，但是我们不会全上。因为我都做好了哈，然后圣者，观自在菩萨，
其实它前面比较像观世音，后面像观自在。好，反正就是它的名号，这些全部都是同位语。好，那同位语跟同位语之间，就是第一个跟第二个，然后第三就是它们之间通通用本体绝对格，不用格标签，也不要属格，都不要哈。然后最后一个你再看后面你是使用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决定要不要加做格标签，这样可以吗？好。好，那比方说哈，我们今天的那个莲师埋怨文，好，里面有一个提松桑叶呼噜仁波切，其实这两就是同位语了哈。哎，这个有个伏藏点哈，表示它是那个伏藏师所挖掘出来的伏藏。你的名字后面拜托不要加伏藏点，有的人前面加云头伏，然后写他的藏文名字，后面再加伏藏点。我不知道你是否健在哈，还是已经往生了哈。好，这个是30诸佛，这样可以吗哈？啊，30诸佛，那个这个字念咕噜哈，当然你念苦噜比较不好听了哈，他们就是念不送气的。好，咕噜仁波切就是上师珍宝，好，这个咕噜就是拉妈的梵文，好，就是上师的意思，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呢，像这个之间，我们就放那个绝对格，它是表同位语，本体绝对格哈，然后甚至到这里，因为后面还有一句，通通都是同位语，这样可以吗？好，提松桑叶咕噜仁波切，好，30诸佛上师仁波切，好，莲师是30诸佛的总集，好，然后呢，温住君大一样哦，把它挂起来，而且它是所有成就之主 A B， 我们这里换 C 好了。好，然后呢，得挖千杯小，就是大乐的尊。这个小哈，其实它是那个脚的敬语哈，就是有点尊称的意思哈。它的足前，它的尊前，好，就是大乐尊 CD， 这4个都同位语哦。好，因为它太长了，我把它跨两页，这样可以吗？好，温珠君大就是所有一切成就之主，一切成就之主。大乐尊，好，得挖千杯，这里要念 哦，哈，好，因为阿 k 为等同于然后加的念法，好，所以它是改变母音，所以这里 o 要变成刚刚那个哈，那个央金拉蒙，她是那个嫁到台湾来当媳妇了哈，陈履安的媳妇哈，好像是哈，然后她其实不是拉萨人了哈，那个所以她的音我们可能要再转一下。以前我有唱一个哈，可是我找不到了哈，我们就听她的原曲，这样可以吗哈？好，来提松桑叶咕噜仁波切，好，然后温住君大得挖千杯小，这全部都是尊称莲花生大师的名号，这样可以吗？全部都是同位语，这样可以。OK 好，然后这个是有一个女歌手崔汪拉摩，她也很有名哈，然后她唱的妈妈的歌哈，就是藏人很喜欢歌颂故乡啦，自己的父母。好像这种歌都他们的基本款哈。好，来踏人鱼啦，熟北麻。好，这个没有关系哈，就是这个是 A 整句哈。好，然后呢，就是远在故乡的妈妈，好，就是我的大恩的妈妈，这是同位语哈，这样可以吗？基本上 A 就等于 B， 你也可以说省略判断动词都可以，反正这两个词就是相等的词，除了先说它本身的体性之外，没有牵涉动作能所的关系，这样可以吗？哈，但最后一个你要不要加？你要再看你后面使用的动词是什么，这样可以吗？好，这两个之间不要加，最主要是两个之间，好，这样可以吗？好，太平是遥远，好，鱼的话是故乡，它就是坡鱼了哈。有时候你要看，它有时候是地方，有时候是坡鱼，啊，你自己看，啊，看前后文。好，这里有个场一，好，熟的话就是安住的敬语，不及物动词，然后是一个敬语。好，麻的话是妈妈，属格是的哈。
好，那哪以你看它那个扩充成分属格是很常用的，不要再说它不重要，它非常重要哈。好，哪以请签是大恩大德哈，大恩的阿妈啦，好是妈妈加一个啦进城，这样可以吗？好，踏人鱼啦属北妈，踏人鱼啦属北妈，哪以请签阿妈啦，超好听啊！他唱歌也不错，很好听，可是他也是安多人，就是啊。安多人有时候很厉害的哈，很多安多的歌手哈很有名哈啊，这个也是这是男生唱的哈，他歌颂他父亲哈，请签阿帕一样 A 绝对格哈啊，到这里哈，请签阿帕 K 好到这里哈，或者说你请签阿帕跟 K 也是同位语也可以哈，这也没有关系。阿姨米菜好是我的人生，这样可以吗？好，请签阿帕 K 阿姨米菜。陈彦宏出现了哈，我刚刚叫陈彦宏，OK， 好，请签阿帕，就呼格的时候，比如叫陈彦宏，然后那个你去哪里玩了哈，好，那样子我叫陈彦宏的时候，其实他那个陈彦宏这个词没有牵涉动作能所关系，我只是呼唤他而已哈。我刚刚这样，开玩笑，开玩笑。你不要把你名字换掉。有的哇，糟糕，我被老师定勾机哈，我要把名字换掉。其他的名字我叫不出来哈。那个李莹那个字我不会念哈。安妮拉不行，乱呼唤啊。好，来，一样哈，就是这个同位语哈，请签阿帕 K 哈，就是大恩的父亲您好是我的命脉，这样可以吗？你也可以解释它是四字句哈，省略判断动词也可以好，那你也可以解释它就是同位语。藏文这种情况非常常出现。好，范文也是哦，范文规定判断动词是唯一可以省略的动词，是可以省略的哈。所以以前我们遇到这个，我都觉得很习惯，因为范文也是这样哈。好，然后这个最难，好不好哈？就是那个我们讲完这个呼格，我们再休息，好不好哈？好，这个最难，为什么呢？哈，因为那个概念上它是最难懂的哈，它句型是这个，好，就我们刚刚跟同学讲的哈，一个受词两个受词都一样啊，反正那个 B 都是直接受词哈。我们讲的是这个。这个也是本体绝对格，这个比较难懂哈。那你如果没有办法理解的话，那没有关系哈，你就保，维持我们藏语入门上的说法哈，因为这个 B 是这个及物动词直接碰到的，所以中间不要有任何格助词阻挡。我觉得这样讲也没有关系，而且方便嘛哈，就是权宜的法门，好不好？本体绝对格。好，那个廖本山老师有说，他说，比如说，你看佛陀施动格哈，佛陀桑给给哈，然后呢，这个弟子哈罗马拉哈，然后那个却松哈，就是说法哈。那当这个句子里面这个本体绝对格哈，这个法其实它是无辜的哈，它是中立的，它没有牵涉动作的能所关系，他是被佛，然后向弟子说他没有做，我没有什么都没有做啊哈，好，所以他是本体绝对格，我觉得这样解很好啊，漂亮哈，这样可以吗？我突然想到，刚刚跟同学讲，之前我就没有跟同学讲哈，因为如果同学没有慧根哈，就是我就挖洞给自己跳啊，比如说我们当时会这样画嘛，哈，它是直接碰到哈。这个动词直接碰到这个 B， 然后间接碰到这个 C， 这样可以吗？好，所以我们那天拿类格都要讨论这个 C 嘛，对不对？好，那本体格我们就要讨论这个 B， 好，跟这个不及物动词的 A， 这样可以吗？好，就是这样哈，就是当年论文上我们说不加的那些，我们今天都要给他证明，都要还给他一个名分，这样可以吗？好不好？他说我什么都没做哈，好，所以我不牵涉你们的动作能所关系哈，我就是本体格，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例子哈。好，这一句哈，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讲义给同学补充的那个极乐净土祈愿文，有人说是往生净土祈愿文，对不对哈？好像是这样哈。好，这个里面的哈，好，这个给挖哈，这个是那个直接受词，这里的 A 是省略的哈。
我或我们，好，sim 间君啦，这我好像有弄这个例子给同学哈，C 加上拉类格，这个拉类格哈，如果是范文哈，他会说是 for， 范文会说是第四转，位格。他们回向顶礼都是用位格哈。那藏文拍谁哈？藏人都说是叶格，你跟他讲位格，他给他翻脸哈叶格，回向给一切众生，不是一格。很多人说回向在一切众生身上，不是那个回向还是有那个方向性的哈。好，所以这个是，而且它是及物动词哦，这样可以吗？好，及物动词啊，也就有点方向性的哈。好，所以呢，这里的给蛙其实是直接受词，它也是本体格。就我们刚刚讲的，这3页是无辜的，但是我们拿来回向给众生的筹码，它是无辜，它什么都没做，好不好？这样可以，你这样解释我觉得还不错哈。好，来给蛙先间君啦哦哈，这也可以解释说，因为有很多同学说，因为我们的基本句型，刚刚基本句型哈。我们的这个 C 通常都是就是离动词比较远，然后 B 跟及物动词是一起的。可是我要跟他讲，那是口语，因为口语因为3一节动词这样方便嘛，哈，那好像有点约定成熟的感觉哈。可是其实上其实事实上你去寄诵里面看，好或者经典里面看都完全不是这样哈。像它这个 B 就先放。因为藏文没差嘛，因为它有格标签，它为什么要在意次序？好，所以给我先间君朗哦，只要动词在最后就好，这样可以吗？而且它甚至它这句是没有 A 的，好不好？所以你不要再想说，老师为什么跟你教的不一样？那 A 嘞？啊，为什么 C 不是先放嘞？哎呦，好，我们那个是给同学一个理想的句型哈，那事实上不是这样嘛，你应该长大了哈。好，然后我们来看这里也是一样哈，这给菜也是那个。这也是同一个极乐净土祈愿文哈，往生净土往生净土极乐净土祈愿文哈，好，这给诈其实是 B 本体绝对格哈，好，将所有这个哈是形容词放在后面哈，形容这个善根，名词。OK 哈，那寄读的话就是说归纳在一起，这样可以吗？哈，归纳为一。好，那这个 day 我们等一下讲哈，是然后它跟那个哪是一样的哦，因为这里刚好 V1 又是过去式，有 V2 哈，同学自己去颂文里面找到你就成功了，好不好？有这句哈，就是往极乐净土祈愿文，好，寄读 day， 然后后面。那个动词是谁？啊，你要去找天涯海角都要找到它。好，如果你出现这样子的文法标记，包含我们昨天的那个哪，等一下我们还会再重复哈。包含我们昨天的，只有哪可以，雷不行哈。表动作先后，好，一样，我们也可以用对。可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用哪啊？对，那个天接法很麻烦。我背不起来，我放弃然后再加 V2， 好不好？这2个都可以，你可以互换。就第一个动词发生之后，将会有第2个动词。OK， 好，那我们来看互格。我们讲完互格再休息哈。好，来 num 也是格助词，好，这我就不写了哈。好，给8是第8。好吧，也不写哈。好，这个有2种念法，有念不会被扎，有念不会被扎，没有差了哈。这个不会把我想把它当动词呼唤的词。可是哈，我要跟同学讲哈，藏文哈会把它当感叹的词。可是我要跟同学讲，梵文其实是呼格就比如说《心经》当中的舍利子。其实是呼格，可是我问过南卓摩切，他们藏人不这样程序哦。藏人的呼格是那个感叹，好，藏人的呼格是感叹，比如说 Emma Ho， 好，或者是说他们很冷说啊啾啾，好，然后那个很惊讶说啊咔咔，好，类似像这样的感叹词哈，或者是啊嘞，他们那这种他才叫呼格，他们不
承许。我刚刚叫陈彦宏不见了哈，我刚刚叫陈彦宏那个呼格，藏人不承许那是呼格哈。好，所以梵文其实呼唤跟感叹都算。好，可是藏人，藏文当中只承许感叹。好，可是因为以前那个廖本成老师他有学过梵文，他梵文也很好哈，然后他就说其实应该算，就是呼唤人家名字舍利子应该要算呼格，好不好？所以我两个都把它放在一起哈。好，第八转身就是呼唤，表示呼唤跟感叹的的词，好不好？就呼格，它没有格标记，就你纯粹叫他名字嘛，你又没有要叫他去干嘛？好不好？所以这呼格也不牵涉动作的能所关系，这非常合理。所以它使用的也是零绝对格哈，只是它案例呼格的名字哈。好，来零绝对格，零绝对格哈。好，那个玄奘法师说全呼召式，好，你看它的呼召式确实舍利子有包含在里面。好，使用零绝对格或称为圆形格。好，表示呼唤与感叹，所以我还是有放呼唤哈。那你不要去跟藏人争辩，这没有办法了哈，因为他们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松大就这样写的哈。比方说藏人会承许这个是呼格 a m a h o 好，就是甚稀有梵文哈。然后这个是刚刚那个往生净土祈愿文里面哈。好，我们吃了这个要麻后加哈，我以前不知道哈，所以我唱的时候好像没有，但是要我们吃了。好，商业南洼他叶堂，好，这后面没关系啊，就只有这个是呼格哈，这个是表感叹的呼格，呼格表感叹，惊讶哈，感叹，这样可以吗？好，然后我们抄的是惊奇稀有的哈，商业是佛陀，南洼是光亮，好，他业是超越边际。好，所以是无量光佛。无量光佛跟无量寿佛好像不是同一尊哈，我记得那时候同学好像有在讨论，好像不是哈，藏文也不是同一个哈。好，来 A 妈后我们称了商业南洼他业堂，好，就是稀有难得的无量光佛。然后右边哈是这个，在无量光佛的右边哈，这个是场一。位于右边，好，是求波是尊者，突阶是悲心敬语，它是凝阶的敬语，所以你可以说你的慈悲是凝阶，但不能讲突阶，可是你讲诸佛菩萨可以用突阶，这样可以吗？好，这个敬语真的要学哦，不然就说你的心里有突阶，那藏人会笑你哈。好，悲心一般的用语，悲哈，好，然后谦波是大的。我们上次有跟同学讲哈，大悲跟无量悲是所缘境有范围大小的差别哈。好，那这个你如果是大悲心，你要缘一切众生，没有一个遗漏的哦。你不要说那个人我就是讨厌他，我没有办法接受，那就不算大悲心，好不好？OK 哈，这也是后面还有左边还有大势至菩萨哈。那我们只有2句哈。那个我们给同学补充的讲义里面有，好，夜宿求窝突阶千波堂。好，渊土森巴突千通南啦哈。好，左边还有那个大势至菩萨，或是我们翻金刚手，是不是？金刚手菩萨大势至，好，同一位哈。OK 好，然后再来是这个有一首环保的歌，这以前我教小朋友唱哈。好，阿若错就是朋友们，像这个梵文承许是呼格，藏人好像不承许哈。好，这个也是呼格，表呼唤的呼格。这样可以吗？好，就是我们呼格分2种，好，一个表呼唤，一个表感叹。好，然后丘拉图浪马坚，啊，那个口拉是那个不是口拉，口拉是地球哈，say 口拉，好，口拉甘浊，好，那个地球将要干涸，这个浊是助动词哈，主要动词是甘，哦，浊有点像助动词的味道哈，就是将会或将要，它是助动词。好，那我们现在的
那个文法是可以直接把助动词直接放在主动词的词根之后，没有问题。好，古代的话我们要用一个那个前面要用那个要加动词的后缀，然后再用那个合并的啥来当连接词哈。好，来阿若错朋友哈，朋友呀，这个 chu 啦就是水源或是河流，丘窝或是群沟啊都可能哈，河水或水源。好，反正它就是歌词嘛，它就会缩写哈，水源就用水来当代表。好，那个对，不要把那个这个河水啊这个马前是劝阻语气，不要引入好劝阻语气，这个我们会教，它是用马后面加现在时表劝阻。好，那如果加过去式表过去否定。好，那如果加上迷后面配未来式表未来否定，好就有点不一样哈。好，在河水里面不要引入毒气，有毒的气体哈。好，然后因为呢地球将会干涸，这样可以吗？好，我们只要阿若错就好了，其他不用记哈。来阿若错，丘啦土浪马杰口拉，这要一起念哦。有人会以为口拉不是口拉，它是地球 C 口拉，好口拉甘卓。这以前我们有教小朋友唱哈，地球的话叫做 C 口拉。其实口拉是星耀，就是包含恒星、有轨道的星球都算，恒星、卫星、行星都算。好，然后这个 C 口拉特指比较清楚，指的就是地球。9大行星其中，OK 好，好来阿若错哈，丘啦土浪马杰，好口拉甘卓好，一样哦，这个没有下面那句把它消掉了哈。好，然后这个也是一首歌，女生唱的哈，唱人很爱听这首歌啊，康熙啦是呼格哈。那有同学说，老师为什么你要叫雪山拟人化嘛，好不好哈？它是表呼唤的呼格。雪山啊，不要伤心。好，同学在笑，雪山为什么会伤心？会啊，你别看它融化了哈。好，来先巴马 go， 好，这一样是劝阻语气，表劝阻哦，别忧伤，莫忧伤。好，你可以翻成别或是莫，这样可以吗？好，先巴马 go 就是内心不要忧伤，不要伤心。好，那陪巴拉先巴马 go 这一样哦，这个呼唤藏人不要伤心，这个就可以嘛？雪山就不行啊，同学在笑哈。好，来陪巴拉先巴马 go 哈，藏人们请别伤心哈。好，那阿若雅也是一样哈，也是呼格，虽然要加个雅哈，但是它也是呼格，表呼唤的。好，哥哥猪猪囊糖，好，就是请你开开心心、欢欢喜喜。好，这里的囊是做的敬语，哈，敬语，及物动词哈，敬语。好，那这一堂的话是起始的语气，这我们130教，它是自由虚词哈，除了可以当汉之外，它也可以当起始句的那个句尾。唐字很厉害，他抢了那个离合词，以前那个汉大家都用离合词啊，他现在把它抢过来，现在大家都用唐哈，然后他又去抢那个平等虚词里面第二组和第二种表示起始的句尾，现在大家都喜欢用唐哈。好，所以呢，哥哥猪猪囊糖哈，请欢欢喜喜。后面也有哈，阿若这细秀同一首歌哈，朋友愿吉祥。这样可以吗？这不用写哈。好来，阿若雅哥哥猪猪囊糖，阿若这细秀哈，这是朋友愿吉祥哈。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下哈。那我们中间来这个听这个4个音带哈，加2首歌，好不好？那同学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下哈。好，那我们15分钟后见。15分钟后见。
第一转身本体格。南叶唐波，我敦北札。全诸法体使用绝对格，或称为圆形格。虽无任何格标记，但在句子中却有文法作用，因为只全说实词本身的体性，而不牵涉动作的能所关系，所以称为本体格或为名格。名章起札。A 表不及物动词的主词。金琼格勒波，落内配琼，安温拱啦，等内容。小白云由南方而来，一指蔚蓝天空中。B 是字句中的主词与主词补语。琼莫浪吗？我以拉日影，亚龙藏波，我以宁差影。珠穆朗玛是我的神山，雅鲁藏布是我的血脉。长格勒赞巴，我以色丘影，雀塘ris兄，我以努布影。白密赞巴是我的圣石，法语经典是我的珍宝。简单拉莫拉克，我以尼诺鲁影。美丽的天女是我心爱的宝贝。C 同位语省略判断动词。推送三界古如仁波切，恩主君大得瓦千倍舍。三世诸佛上师仁波切，一切成就之主大乐尊。他人于那修贝玛，我以请签阿玛拉克。远在故乡的妈妈是我大恩的母亲。请签阿帕切我以米切，请签阿帕切我以收扎。大恩父亲，您是我人生；大恩父亲，您是我命脉。D 表及物动词的直接受词。给为登巴佩 Q 吉，给我身兼君郎我。愿诸佛法普传扬，善业回向有情众。诸君三界 Top Q 吉，给炸贪戒积堆地。愿诸众生悉成佛，积聚一切诸善根。第八转身呼格。南叶给巴不会被札。全呼召式使用绝对格，或称为圆形格，表示呼唤与感叹。艾玛后，我们查尔桑界南瓦他叶堂，夜宿求窝突接千波堂。是稀有，稀有难得无量光，又有大悲观世音。阿若错。手拉土浪马真口拉刚着，日拉马卡马索沙刚急着。朋友们莫污染水源，地球将干涸；莫破坏山川，大地将毁灭。卡日拉克森巴马久，回巴拉克森巴马久。雪山呀，请别伤心；藏人们，请别伤心。阿若呀，嘎嘎捉捉囊躺阿若，这系 shock。朋友呀，请您欢欢喜喜，朋友愿吉祥。释集词，点句，又名颜色词。有庄严极摄的修辞作用。
30颂，松珠巴。阿里气内尼巴吉尔，七间逆堂对巴吉尔。去音拼第2，陈设2庄严。例句：贝尔卷。A. 顺向庄严，吞北七间，贼将贼啦悲扬本了，既庄严又显赫。他将他啦些扬些，既正确又清楚。B. 逆向庄严，米吞北七间。大卡切扬米巴超窝影，虎口虽大咽喉细，普然恰将得克勒吉巴，甘蔗虽断可上供盘。C. 吉舍，对北屯啦酒吧，雷江米节，谁江米啥？事也不做，饭也不吃。尔马谁米显大了昂了巴人，不但告诉我，也告诉了别人。桑界将扛萨影，卡拉昂卷，米塔被行土扬谢克。佛陀意为补特伽罗，也临虚空，也至不净土。代语词拉介，又名代数词，有语义未尽，仍待说明之意。30颂，松珠巴。拉敦素拉雾气内，提拉松杯躺波夹了。罗苏去污后，3组首字拼。提拉阿里松巴夹了，提尼拉玛躺介宝。附加第3音，此乃代语词。例句：贝尔卷。A. 承先启后，参九拉介，恰这得虽瓦，敬礼而后说，先给屯对得登把，设他意而说。新界提没蜡笔，砍木而烧火。卡拉洛 Q day， 萨拉木克巴 tip。天空闪电疾驰后，大地笼罩着云雾。他那所给 day， 吕sem尼给多这年。现已年迈，身心俱衰。B. 揭示主张，唐家拉介，札区间米大地，屡界因被切。声音为有法，是无常，有违法之故。丁烟金提阳南巴美北圣吉米谢地，涅威求美北切肉。其等持亦非无相心所能知，乃无尽因之故。C. 引出于意，显真拉界。唐波拉松地，
九蛙堂、温西堂、解手。出科分三：加行、正行及结行。sem戒巴拉逆地，温堂主口。发心有二，即愿与行。叶老师，想要请问您，可以，请说。刚刚那个又有大悲观世音这一句啊的那个堂，请问它是因为后面它是汉还是起始的意思？没有，起始的话前面一定要动词，我们那时候会讲动词的放在句末，然后是动词词根之后才会是起始句。那如果它连接两边都是名词，那一定是汉。这都有文法标记可以判断。我讲义有写。好，谢谢。不客气。可以。好。他的起。
situ tu Pedro a tempración。那个刚刚安妮拉问的那个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讲义。好，讲义这边有哈，因为我们那边那个没有全部引用了哈，它就是 Emma 后我们查了三界南瓦他耶塔，它指的是中间的主尊是无量光佛。好，然后呢，位于它右边的哈是求波突阶千波堂，就是大悲观世音。像这样子加在两个名词的这个中间的哈，因为它这边还有嘛，其实这里还有这两个名词中间的这种躺生。这个我们会教哈，我们虽然一堂课就会教完自由虚词哈，但是这个躺生是其中一个哈。那只要它是位于就是几个名词的中间哈，就是属于并列连词汉。好，那如果说因为这个是有拆句啦哈，所以它会到句尾哈。那如果说一般的我们口语当中的单句，它位于句末，然后又是过那叫什么命令式的动词的词根之后，那你几乎可以判断它就是表示祈使的语气，这样可以吗？好，文法标记不一样，一个在动词之后，然后一个是在名词跟名词之间，这样可以吗？好，你看后面冤土在左边，好，先把突签就是大势至菩萨，好，大势至菩萨，好，然后呢，这个通 nam 啦，这个 nam 指的是他们三个的旁边，好，就是这个就是西方三圣好的周围，还有这个桑界强森八昧库罗吉锅，好，还有无量的诸佛菩萨所围绕，这样可以吗？这个很好哈。还有这个哈，我们看，我们今天等一下还有，好像哈，他到这边以上才是这个明珠多杰仁波切的得到的义辅藏哈，后面好像是后来的加上的祈请文，好，那但是我们也有拿来当例句哈，比方说昨天的这个昆秋松啦缺巴比我没有用过哈，然后那个 Daki 推送给萨北，我们在讲错格的时候，我们也有用它来当例句，这是我很喜欢的颂文。还有今天的给我直接受词sem j kuna si 加拉那个我回想，还有这个给炸他们借寄对对哈，也是刚刚的例句。还有一个是我们昨天这个你看见内杯妹卡切 day 好，运用两个表示前后的，这个等一下我们这句有，我们这句不是，我们等一下的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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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用到，也有用到我们等一下要教的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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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等一下应该没有哈。好，见内杯妹卡切 day 好，就是投生之后，投生在莲花化身之后，然后在那个极乐净土的那个生意之上，好，愿成佛，这样可以吗？这是超赞的这个，我个人觉得啦，哈，就是很棒的教材。好，我不喜欢很呆板的学藏文了，哈，就是边学边唱嘛，哈，然后就是边讲，讲不会用笔的，哈，笔不会用唱的，好不好？反正我就喜欢这样比较多元化的学习，说听读写唱，唱歌其实会让你的舌头变得很适应藏文的发音。我们格西就说，我刚刚唱的那个极乐净土祈愿文是他听过最标准的拉萨音的版本。他说你怎么念的哈？他一直以为我是看那个中文翻译哈，那个不可能。我跟你讲，你看中文意义哈，音译的，对不起，看中文音译那行字，不可能唱得出像藏人的声调。那个脸书上很多啊，某老师，他唱的就完全不行啊，就你一听就知道他是唱那个音译的字嘛，好不好哈？所以这个要练，好同学要练哈。好，那我们好，我们来看这个新的单元哈，是格助词以外的哈不自由虚词哈，因为格助词本身也有不自由虚词。好，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虚词的范围比较大。我们一开始跟同学讲哈，虚词的范围比较大。
好，就是一切词分实词跟虚词哈。好，那如果不是实词就是虚词哈，虚词范围比较大哈。然后呢，不自由应该比较多一点哈，不自由。这是以前廖老师画给我们看的哈，然后这是自由。好，然后呢，格助词其实是位于中间的哈。这不是示意图而已哈，好，没有按照比例的哈，格助词八转身器在中间，好，不自由比较多了哈。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一块，这样可以吗？这一块好不好？好，好，然后那个我们来看气切，就是虚词跟句损，这个字就是句损，句子的卡损。好，然后我们又可以翻成虚词。好，显汪指的是他力，依他力而转，不由自主的。它要根据前面的实词的后加字来决定它要使用哪个变体。那这个变体数量很多，今天算客气的，今天各自有3个哈。那我们下礼拜一的有11个，还有15个，好，吓死你哈！好，今天的话是具有，这个间哈原来是动词哈，可是这里是一个广义的名化后缀，广义的具有者啦哈。广义的名词后缀，广义的指人后缀。好，没关系，我们先翻指这个这个也有哈，在不自由虚词里面，它也是其中一个广义的哈，广义的哈。好，来气切显汪间，好，指的就是不自由虚词。陈彦宏，你一直断线，OK 啊？那我来看第一个哈，第一个其实有2个名称啦哈。其实我们课本当初决定的名称，我只是想找一个，没关系哈，开玩笑哈，只是想找一个比较好懂的哈。可是不一定是我最喜欢的哈。可是四级词还可以哈。我们来看哈，因为那个文法书会有不一样的名称哈，比方说言这个字哈，它本来是动词，是装饰、庄严。跟装饰，好，驴的话是涉及、归纳，所以你如果跟上司讲，你就最好讲点对，不然就跟他讲江洋昂，你不要讲四级词还是颜色词，上司听不懂，你们在那恭喜哈。因为这个中文我们自己都很混乱了，更何况它哈。所以呢，有的人会称它为市级词，好，就是用这个市跟这个级，好，所以有人会称呼它为市级词，可是有人会称为它颜跟色，好，所以它又名颜色词，就是2本不同文法书写不同的名字哈。可是我觉得好像市级词比较好懂哈。反正就江洋昂这3个字，好，有人翻颜色词，有人翻市级词，好，你自己决定。好，那反正我都讲江洋昂，不然我就讲点对，好，点对。好，那3个字，好，江洋昂，好，它添接方式很简单，好，我们在这边直接看哈，就是呢，阳性的后加字哈，就是卡塔帕萨加塔的在后加，好，全部归这个盖也的江啊江。好，阳性的后加字跟在后加，这样可以吗？都归它。好，阴性的5个哈，拿那玛扎拉，全部都归阳。好，那个 r 后加中性的哈 ，r 后加跟没有后加字哈，它有2个可以用。好，一个就是阳，就是跟阴性共用同一个阳。好，然后它是分开音节。好，那还可以用昂的话要合并音节。我跟同学讲，你口语中全部用阳没有关系，你就不管它，就全用阳。我听达尔玛是这样讲，可是下面的会把它就是他的那个，他有一个格西是政治学很好的，就会负责帮他把所有的演讲稿
好，我有看过，有看过呢，哈，就是那个有一系列的法王的开示，好，然后它有藏文也有中文哦，中文好像是以前我们法官的一位安妮拉叫滇金萨摩阿丽拉他所翻的哈，然后他也有藏文的那叫什么的那个教材哈，也有藏文本就对了哈。那我有仔细看，因为我们有一次张福成老师有在法光上，他拿来当那个口译的教材，我很喜欢那首，不是我很喜欢那一堂课可是后来因为可能同学能够接受的太少哈，我好像还当那个我还帮张老师写在黑板上。好，因为我比较快，张老师负责翻，我用写的哈。然后他就是我有仔细看那个藏文哈，其实那个法王在开示的时候，他就是用，比如说他跟羊他都用羊，可是下面那个誊稿格式要把它誊对，这样可以吗？好，反正你口语就用羊，好，口语就用羊，不要紧，没关系，没有过时哈。法王都这样了哈，对不对？好，口语我们就这个。因为这个几率太多，你看阴性后加字跟这个好，比如说，我们如果说拿羊，对不对？哈，然后你如果加上做格，你其实应该讲捏姜，可是大家也讲捏羊啊，就口语嘛，好，就大家都这样讲哈。好，口语我们就用这个，好，我就不写了哈，口语我们就用羊，这样看这三个哈，填写法很简单，姜羊昂。好，那你有使用昂的时候，如果还有 r 后加，你把 r 要把不好意思，要把 r 后加取代。好，那这个跟我们刚刚跟同学讲的哈，它又叫颜色词，可是我颜色词我觉得它比较严肃，所以当初我编教材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怕那个小朋友要学这个哈，可是没有啦，后来小朋友他们就没有，他们就只有四字句跟有字句哈，甚至到现在。现在他们因为那个国中、高中并班哈，都没有句子了哈，就只有问候语。好，以前怕有要教他们哈，所以这个我就不敢取太难的哈，我就取四级词哈。那其实颜色词也可以，它有庄严跟极色的修辞作用。照来讲，颜色词好像比较那个妥当那种感觉哈。好，比方说它有顺向庄严跟逆向庄严，好，所以颜色词好像比较好。没关系啊，我们只要知道藏文就好了哈。好，首先第一个是哈，它第一个用法是顺向的庄严。我要跟同学讲哈，这两个哈，顺向跟逆向的哈，就是颜色词有顺向跟逆向的哈，千万要看文法标记哦。好，有顺向的跟逆向的，我觉得极色哈，其实就是顺向庄严。好，最主要就是顺向跟逆向，它们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哦，不同的连接词，它比较像连接词哈，比较像子句跟子句之间的连接词哈。好，顺向庄严就是也，翻成中文的话就是也有。好，逆向庄严的话就是虽然但是，它两个是完全相反的。那我记得我早期学藏文的时候，那个老师他是跟我们讲，就是你用前后文去判断，可是有的两个都可以，你要怎么判断？好，有的例子两个好像结起来都可以哈。那后来我们去法光之后，那个黄燕老师教我们，你要看它的文法标记，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安妮拉问说，这个躺姿到底是起始的语气呢，还是这个并列连词？那你要看文法标记，你要看文法标记，你要看它前方的词到底是动词的词根好还是名词？它是并列几个名词呢，还是放在句尾？尤其是命令式的动词词根之后，那就一定是起始的句尾。这个是可以用肉眼看的，不是就可以用文法去查的。好，不需要用猜的。好，那早期我们都蛮用猜的不行，不能用猜的哈。好，所以这个顺向庄严它的文法标记是它加在非动词词根之后，只要加上姜阳昂，它就是顺向庄严。好，那如果动词词根之后加上姜阳昂，它就是逆向庄严。真的就是这样子哦，这样子就是100%是对的。好，不然你用猜的50%，好，就不用猜。不用猜哈，你就是用文法标记，这我都会教，不用担心哈。好，所以你看顺向庄严是加在非动词词根之后，
就是反正它不是动词词根，少数几个例外就是片语哈。那因为它已经用习惯了哈，可能它原来不是，我不知道哈，就有一些是例外哈，但是绝大多数。好，就是非片语之外的都是这样，你都可以这样解哈。好，加在非动词词根之后，你可以翻也或用，这个有点像锦上添花的修辞法，所以我们叫顺向庄严。好，然后你看非动词词根之后加上将阳昂，我们翻也或用，好不好哈？那我们来看这个例句哈，这例句其实我有一份是歌词的，比较简单，可是我还没有整理好。好，那这个可以了哈。好，来卡多是颜色哈。好，颜色哈。好，然后呢，贼的话就是美丽，这个是形动词哦。我们昨天的贼波、贼把、贼穴的贼把哈，这个我很，因为定义里面很多这种什么形，好，前面都是形动词哈，贼波，好，贼把，就是你在我眼里绚烂，好，那个贼把、贼穴。好，它是比较级哈，美丽的来担任形动词。好，然后这个也是并列连词哈，这个是我们下礼拜一教的15个一组，好，并列连词，而且躺字也是并列连词哦，它文法标记不一样，我们之后再教同学。那也是一个同学问我的，他说：“那老师躺也可以并列连词，行也可以并列连词，不一样哈。行的话哈，偷偷讲好了哈，我们先偷讲。行的话呢哈，可以加在动词词根之后加上行，也是并列连词而且的意思哈。好，可是躺字不行哈，躺字可以当汉，好，也可以当并列连词。好，它如果并列躺字哈，因为我们之后会教了哈，如果并列几个名词，它就是汉；如果并列子句，就是而且，这样可以吗？好，就很简单了哈。好，那如果是并列子句的话，它这个词根动词词根要加上词缀，要把它名化才能加它。两个一模一样，你可以互换，也是而且并且并列连词，这样可以吗？不一样哈。好，来，然后为是光亮哈，然后将，你看这里将光亮不是动词，不是非动词词根，对不对？它不是非动词词根，所以这里我们要当顺向庄严也或又锦上添花的修辞法，这样可以吗？好，为将切，好，就是它不止颜色美丽，而且它光泽闪耀，这样可以吗？光彩灿烂，不只是那叫什么彩度上，它明度也非常高，这样可以吗？以前我学画画的哈，OK， 好，不只是哈它不仅哈色彩美丽，并且好光泽也闪耀，这样可以吗？好，这样切了，这是动词哈，照耀，这样可以吗？好，所以卡多贼形为光切，好，色彩庄严，光泽亦灿烂，OK 哈。然后呢，这个也是一样哈。以前有老师就叫我们看前后了，假设它就是那种就是一样的，就是说就是顺向庄严，其实不用这样判断，因为有时候两个都可以，真的我有遇过哈。好，那比如说像这个哈，这也是一样哈，跟刚刚很像。这里有个泥哈，是提示主语，我们也是下礼拜2教。它像在这个寄送当中哈，它有时候是填补字数，这两个都可以哈，或是补字数。好，提示主语好了哈。好，然后行的话呢是而且，刚刚讲的并列连词，所以我跟你讲哈，这个得是动词哦，因为这个得哈，你如果得波的话，就是形容词安乐的，然后得瓦，好就是我写一下哈，这个得词性比较麻烦哈，比方说这个得。
得波是安乐的哈，然后得瓦是比较级，好，然后呢得穴是最快乐、最安乐的。好，然后这里用的是比较级来担任形动词。可是我跟你讲，这个是念得瓦，对不对？这个也可以当名词，可是我们要念得哇。我们刚刚的得哇间，得哇间就是极乐净土。以前那个黄老师有曾经教我们翻译哈，然后他在课堂上举一个例子，他就说得哇间啦，好，得哇间啦，呛呛着。然后我就回答，然后说谁可以翻？然后我就举手，我就说去极乐净土逛逛。后来黄老师说，我不是要讲极乐净土，他说他要讲迪化街，哈，迪化街啦，这样。我说那你就讲迪化街，你干嘛迪化街了？好，迪化街哈，这个是迪瓦，这个是比较级哈，可以当动词使用，那它也可以当名词，就是安乐本身，这样可以吗？得波、得瓦、得穴、得哇，都不一样哦，哈，念起来都不一样，那个用法也不一样哈。好，所以这里的话是安乐是要当形动词，好，形容词的比较级当动词用，而且呢，心哈，这个驴跟驴牙仪哈，就是生与义的三门的生跟义。好，我们生与义是这样，这好像太浅，不然太深。不要翻身口译，那很外行的翻法哈。好，驴的话就是身体，牙是语言哎，不是嘴巴哈。然后仪的话是心意。好，三门沟松哈，好，生与义三门哈。所以不仅身体安乐，而且呢，那个内心也要欢喜，这个很难哎。你没看最近有一位艺人哈，就是忧郁症，那真的很可怕。忧郁症那个，我觉得内心的病比身体的病还要难治哈。那真的心病还需心药医哈。那因为它是非动词词根哈，所以呢后面加上江阳昂是顺向的也跟又。好，嘎也是一样哈，是欢喜，它也是形动词哎，嘎波、嘎瓦、嘎血哈。好，一种欢喜哈。好，所以驴泥得行宜江嘎。好，当然嘎也可以当动词，当喜欢。好，可是这里应该是欢喜的形动词，好不好？这有时候很维系，很难分哈。因为哈，你如果是嘎瓦动词的嘎瓦是你喜欢谁的那个喜欢，可是这里应该是嘎波。如果它本身当动词，去字典查它是喜欢，比如你喜欢谁怎么样。好，那这里的话，心里也喜欢，应该不是，它应该是欢喜，就是它是形容词变来的形动词，这个很难分哈，就反正你以后就会知道哈，它应该是嘎波、嘎瓦、嘎血，好，这真的很难，这也是我们上语中级以后才知道哈。好，然后呢，嘎瓦。跟嘎血，来当那个形动词，这样可以吗？哈，好，来驴泥得行，这个可以念轻声啊，哈，法宝格都念轻声，可是因为我们以前我们中性格系它都念二声，就念原来声调，好，那你也可以念原来声调，好，就是驴泥得行，好，宜江嘎，那你也可以念驴泥得行，宜江嘎，我觉得不好念啊，好，法宝格系比较厉害哈。好，那我们来看啊，这里哈，我们会跟同学讲，这个我们后面有哈，也这个例句应该移到后面哈，没关系哈。等一下，我们现在先讲哈，因为一样啦，我觉得它是一样哈。它用了一个近程的连接词叫马谁，通常近程连接词我们后面有图哈，我这个应该贴错了哈。好，马谁或马切，它是一个近程的连接词，表示不仅怎么样，然后通常后面都会加江阳啊，然后后面呢一定会配江阳啊。
不是一定啦哈。我们那个藏语入门也有看没有哈，可是如果有配，它就是标准而且漂亮哈。江阳昂，好，就是不仅怎么样还怎么样，这样可以吗？哈啊，所以台湾嘛是独牛羊。舅妈大不蕊，他的意思说不仅哈安乐是如幻的，痛苦也是如幻。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好？好，忧郁症的人就要跟他讲，不仅仅是快乐如幻，痛苦也是如幻，也不是你想的，不是实质存在的，它也是如同如梦如幻一般。好，来得哇嘛谁，不仅是安乐。好，然后这里是读喵，因为它不是非动词词根嘛，好，所以这里是也。好，所以读喵羊痛苦呢也是 Guma double。 好，这个是 B。A 有两个哈，不仅是安乐，连这个痛苦。好，然后但是它加干阳没关系哈，就是并在里面哈。然后呢，也是这个如同幻化一般，这样可以吗？我觉得这句很好。好，然后逆向庄严哈，逆向庄严的文法标记就是它加在动词词根的后方，好不好？然后翻成虽然但是，有几个例外哈，比方说有几个片语叫做银奶羊，银奶羊或是银囊，好，因为这个当片语哦，其他本身就是虽然但是。但是有同学就会说啊，那老师这个拿不是动词词根，好，可是这个已经是片语了哈，你就是直接记好，虽然但是也可以是银囊，这样可以吗？好，但是除了这个片语之外，你就要看好，反正加在动词词根之后，好，它就是虽然但是，很多中级超多例子的哈。好，它的文法标记，这个我们要认文法标记。只要前方是动词词根，好，加上刚阳昂，就是转折对比的语气，好，表示逆向庄严，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看哈，你看像这个例子就很好哈。他说呢，以给落啦怂阳，好，虽然呢你把这个文字记在内心，好，这里是一个好，在内心当中，你已经这个设词哈，你就可以说已经记住。已经牢记了文字，但是哈，因为这个是动词词根之后加刚阳昂，我们当成转折对比的语气。好，但是呢，你的意义方面，其当然就是如实的，这个我们会教哈，它是一个比较书面语的疑问代词。好，疑问代词就是 how 的意思，却没有办法如同不要讲好了，这样同学会以为它是疑问词。疑问代词不一定是疑问句，好，不一定好，但是你没有如同意义那样子去了知，好，迷谢是不知，否定未来。不知道，不了知。好，所以以给肉啦怂羊豚其他的米线。好，虽然你牢记了这个文字，但是你没有了解，没有如实的了解它的意义，这样可以吗？好像这种就你不能翻是也，不然有人说啊，你内心记了，像这种两个都可以哈，你内心记了文字，好也了解啊，也不了解，这样怪怪的嘛哈，好像两个好像都可以，你也记得文字，也不了解意义，这样就不对嘛哈，你语感就不顺，所以这里你不要用猜的哈，就是动词词根之后加上这个干阳昂，就是转折对比，这样可以吗？好，有时候你就是会猜错哈，好像这个哈，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人会说哈，豆巴拉嘎有一个连接词哈，有人会说是 V1 跟 V2， 有人会说是后置副词哈，那没关系，我们用 V1 跟 V2 好，它这个尬哈，有时候这个拿掉，它直接并后面，有的人会承许它是后置副词，就是副词很少置于动词的后方，好像唯独只有这个。这样可以吗？好，那这里我们要当动词哦，因为你看它动词词根之后加上
合并的昂，就是虽然但是，所以我严重怀疑这个后置修饰的副词其实也是动词，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哈，文法说应该是有问题的哈。好，来趋逆的话就是法性，好，法性难正，但是好，法性虽然难以通达，但是一旦你通达的话，意义比较大。你看这个切也是形容词的比较级担任动词来使用。我们昨天不是有千波，跟那个突接切是一样的哈，切瓦。不然同学说，老师，那你这动词嘞？它本身就是形容词比较级担任动词使用，切穴。同学要下课可以先下，我要把它录完哈，这样可以吗？然后这个是假设语气哈，动词词根后面加上呢，这是呢自己在格助词以外的哈的用法，拿类格的拿在格助词以外的用法当连接词哈，当假设语气的连接词哈。好，它要加在动词词根之后哈。它的意思是说，这句话意思是说，缺逆都巴拉杠，这样一起念哦杠。你也可以念杠昂，分开也没关系，但是拉上音好像很黏，好，所以你要说缺逆豆巴拉杠，哦，都呢团切，好，但是你一旦正误，它意义非常重大，这样可以吗？好吧哈，然后这个也是一样哈，这两句是课本的例子哈，好，熊起拱巴就是经典的，经论都可以哈，经典当中的密意，其实拱巴就是思想的境语啦。只是我们有喜欢翻密意哈。那以前那个大师兄最讨厌密意，好，他说你翻那样都没看得懂哈。好，动词词根之后，那因为这个 J 古代是有它的在后加，所以它要加姜阳昂，好，加姜，好，然后呢，它是转折对比的语气，这样可以吗？好，那你看哦，熊给拱巴这姜，好，虽然你有寻求这个经论当中的密意，好，寻求佛陀的密意，好，但是呢，涅巴满念，涅巴是定结，跟涅谢一样，好，但是你未得到，这个是否定过去，好，尚未得，尚未获得定结。这样可以吗？好，好，来，熊起拱巴这姜，好，涅巴满涅，没有得到定解哈，显而未定是或视察，或对视察意哈，好，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讲义的例子哈，好，那个我们来看，现在看你看这里我们更可以确定自己的切确实是形容词的比较级，切瓦比较级哈。然后担任动词使用，好不好？不然它怎么会用转折对比的？好，动词词根之后加上姜阳昂，表示虽然但是哈。他的意思说呢，老虎的嘴巴哈，大卡切羊虽然很大，好，但是呢，那个恶鬼道众生也是这样哈。米巴的话就是喉咙，好，米巴插窝引，好，插摸也可以，插窝也可以哈。这个后缀两个都可以，一样的哈。好，所以呢，他的意思说，老虎嘴巴虽然很大，但是它的喉咙是很细的，好，就是吞不下很大的猎物哦，所以它的牙齿很利。好，这个是判断动词是哦，你不要再问我说为什么老虎要用引呢？啊，反正你上了中级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天下都是这样，哦，不是第一人称才能配自称的哈，只要那个叙事者非常肯定。好，有老师说古代都用引，其实也不一定哈，你去看也是有类的哈。好，反正他就是用那个自称的表示主观的认定，好，自称的判 V， 跟人称没关系哦，完全没关系哈。老虎怎么会是第一人称哈？好，大卡切羊，好，米巴超窝引，这样可以吗？好不好？就不要再说，不要再被英文绑架了哈。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哈，这句我来源我不知道，也是课本的例子啊，反正它也是某一本书的例子啊。他说呢，甘蔗虽然断掉哈，这个恰是不及物动词，它有一个，而且是自动的哈，不自主
不是砍断哈，它是断裂，自动。好，跟它相对的哈，有一个使动的动词，好，叫做锯拔，好，就是砍断，就有樵夫去砍，然后这个是他可能被雷打到还是怎样，然后它断裂，好，或是老了断裂，哈，甘蔗我不知道怎么断掉，好，普让恰姜，好，虽然甘蔗断裂，哈，动词词根之后加上这个姜养昂，表示转折对比。好，得卡是共盘，好，那这个是场一，好，但是呢，还是适合上共盘。好，几把的话就是可以哈。我们常那个上色问你说几几读给，好，就是可以吗？几几热背就是这个几，好，几就是可以哈。几几热背，几几读给。可是这是过去式哈，你可能要用用这个几几读给，可以吗？可以，适合吗？好，几几读给可以吗？好，适合吗？好，类似这个意思哈。好，的卡就是共盘哈。好，来普热是甘蔗哈，来普热恰姜。好，甘蔗虽然已经断裂了哈，好，然后呢，但是呢，好得克拉几把，好，但是适合摆上共盘，这样可以吗？我不知道什么断掉，不行上共盘哈，应该是可以的吧哈。好，来我们来看这个表示急色，其实急色就是顺向庄严，只是它可能有多一点，多几个，好，有几个这个也那样，那个也一样，好，其实它等于顺向庄严哈，也是要在非动词词根之后，好，顺向庄严，它可能不止一个，好，不止两个，好多个这样哈，它是连续多个非动词词根之后，如果都有加上姜阳昂，好，就是既怎么样又怎么样哈，它这个当那个涉及词涉及词的及跟颜色词的色，好，就是有归纳的意味在里面哈。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两个就够了哈。好，但刚刚有一个可能要提到这里来哈。好，非动词词根之后加上姜阳昂。也跟也或又跟顺向庄严是一样的哈，但是呢哈，它是有许多个，而且它会跟这个配。这刚刚有一个句子有哈，我等一下把号码换过来哈，就是呢有一个进程的表进程的连接词，就是这个马塞或马塞马塞或马塞，好，这两个哈，就是不仅怎么样，它是一个进程连词。不仅怎么样，然后后面这个就是还怎么样，加上干阳啊，这样可以吗？哈，这样是最标准哈。也有人没有用哈，可是我们藏语中级有用到，有上过很多非常标准，小朋友也是一样，他马赛后面都会加干阳啊。好，你看哦，雷姜米茄，谁姜米啥？好，你工作也不做，好，饭也不吃，好，不知道在干嘛，好像，好，来雷的话就是工作。好，工作呢也，好，因为非动词词根嘛，哈，也不做，好，然后食物也是非动词词根，好，然后后面也是也，饭也不吃，通常就是连续两个啦，哈，好来，雷姜米茄，好，两个以上，我们等下有三个的哈，好，谁姜米啥，你饭也不吃，这样可以吗？这个米茄跟米啥是否定未来，好，不做又不吃。好，那这个就是刚刚有用一个哈，好来，我了嘛塞，好，就是我了的话是 C 加上来了一个，好，然后呢，不仅是对我，好，对别人 C1 跟 C2，好，那 了吧是这个那个及物动词哈，那它这里哈说什么没有讲，好，就说的内容没有说，主词也没有讲。就某个料杯啊，啊，某一个大嘴巴了哈，他不只跟我讲，也跟别人讲就对了哈。好，那这个把也是表示已经过去式。好，所以我了马赛，好，不仅对我，好，米显大拉昂，
好，米显大狼也可以，或是狼都可以，随便你。好，你念慢一点，靠巴人听得懂，你念狼哈，拉萨人听得懂都可以哈。米显大狼好，拉巴人好，俄勒马塞米显大狼拉巴人，这样可以吗？好，然后这个就是有3个哈，它连续有3个哈。好，这个我们当年也讨论很多哈，尤其是补特伽罗的定义哈，因为补特伽罗的定义就是补特伽罗哈跟我康萨哈，不太记得康萨跟啊跟达同意。好，补特伽罗跟我还有自己同意。然后它的定义是一指五蕴任何一个，好，一指五蕴任何一个安立为我的。好，你可以，你具有五蕴任何一个，为什么要讲这样？因为无色界没有色蕴。好，一指五蕴任何一个安立为我的，好，你可以称呼为我的，好，称呼我自己啦，我怎么样，就是补特伽罗。好，所以康萨的话，我们早期翻数举去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佛陀也是补特伽罗，好不好？好，所以呢，桑戒姜康萨引，好，佛陀呢也是补特伽罗，这个是一个失之句哈，然后加一个这个也没关系哈，就是同体格，不是本体绝对格之外加上姜哈，它是附加在外面哈。好，那个佛陀呢也是好，这里是因为它这是非动词词根，好，所以佛陀也好是补特伽罗，好。卡萨伊，你看哦，佛陀不是第一人称嘛，你也是要用自称的动词，这样可以吗？哈，所以你动词使用自称跟他称跟人称根本没有关系哈。好，然后呢，卡郎泉或是卡拉昂泉，好，它也至虚空之中，好，米他被行土扬谢，好，也来到不净土，这样可以吗？好，你看哦，这里有一个场一，这个不行哦，这个是业格，好不好？因为全降临是趋向动词，不及物的趋向动词。对我这里用往对哈，好，它也来这个虚空，好，然后呢也到不尽的刹土，好，米他被行土，这个土也是一样是一个场一，这个也是业格，对不起。因为谢是来跟去的敬语哈，所以这里也要业格，对不起哈。OK， 来，我们来看哈，卡朗或是卡朗泉，米他被行土扬谢，好，也来自不净土，这样可以吗？视线12相成道哈，这样可以吗？佛陀也是补特伽罗哈。好，来桑戒姜康萨引，好，然后呢，卡朗泉，米他被行土扬谢。这样可以吗？哈，因为这个佛陀也是一指五蕴任何一个，它可以安立为我，它可以说我说什么，所以佛陀4身当中其中1身也算是补特伽罗，这样可以吗？应该是报身哈，好像是报身，我记得以前我们格西有讲哈。好，然后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叫做杀戒，哈，杀戒的话呢，哈，这个杀是多余或剩下。那我们这里应该是多余的意思哈，然后这个戒是带有，它是一个表状态的动词。我当初翻带语词是因为它跟字面比较像，可是后来我比较喜欢带数词，好，带语词，然后又叫带数词，因为带语词跟字面比较像，可是它的意思其实是有待叙述，两个的带不一样哈，一个是等待你说明，有待说明。然后一个是还带有多余的，还有余意，好，还有话没说完，好，还有多余的话没说完，好，所以杀戒，好，我们可以翻带语词或带数词。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天接法我记不起来，对，我记不起来，我只知道这个忒是抢同音的，其他我记不起来。好，那我们来看这3个哈，首先。这个塔准波忒，它强调塔的这个
后加字，因为同音哈。这个真的没办法分了哈。这个我记不起来，我们格西也是用背的，哎，没背那个30首哈。啊，这个是同音的。好，那我勉强，因为我平常不用这个字，我不用 day， 反正连接前后我就用 nei。好，谁要用这个哈？好，那但是你可以勉强背一下哈。怎么背呢哈？如果有萨的这个上加这个 day 哈，它这个扛啊爬嘛就是可以加，我硬记的了哈，可以加。哎，这个颜色不好，这个没有办法分阳性、阴性、中性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分哈。啊，可以加上萨的在后加的4个后加字，好，就是卡，好跟啊，跟爬，跟马，这样只能这样记了哈。可以加上，可加萨的在后加的4个后加。好，然后再加上中性的后加字，好，就是 r 跟没有后加字，这样可以吗？好，然后这边的没有萨的这个 day 哈，就是没有萨这个 day 是可以加那个塔的在后加的3个后加字。硬记哦，没办法，这个背不起来。啊，然后就刚好就是拿扎拉。好，但是呢，萨要归他，萨要归他，然后塔的在后加也归他，这没有规则嘛，好，所以我平常我就不用，我就不想用这个哈。那但是我要跟同学讲哈，看起来好像它的贴接法最简单，对不对？好，就是塔整波忒对对忒的忒最简单，可是日后解的时候它是最难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对对忒有可能，它有可能哈。这个对对忒的这个忒有可能会和我们下礼拜2要教的敌跟忒的忒2个可能会搞在，会有混淆的可能，而且甚至有的上司2个都这样，2个都解。我们等一下好像有我忘记哈，等一下可能有哈，就是你要问上司说cấp迪拉几忒哈，这个阶段的哈。的这个忒到底是对对忒几忒还是底塔忒几忒？你要问他说到底是，不然有时候真的会解错哈。那你要小心了哈。如果当它前面好，如果它是一个动词，好，因为敌跟忒通常前方只能加名词。如果你前方这个忒前方是一个动词，然后刚好它的后加字又是塔的时候，你极有可能它就是对对忒的忒。好不好哈？但是这个，因为它当代语词，也有可能加名词后面，所以这个反而是这个会最难。天接法它最简单，可是解的时候它最难。可是这个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我们只会在书面语用嘛，口语我们就用 nei 啊，然后所以这个 day day 只要你看到你知道它是代数词就好了啊，你知道它是代语词就好，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哈。所以这几个字我就不背哈，我不管它哈，太难了哈。好，用名代数词有语义未尽，仍待说明之意，这个就是它的最高宗旨，好，就是它的主旨就是这个哈。好，然后第一个我们来看承先启后，好，加在动词词根之后，其实这跟昨天我们那个一样，跟昨天的哪一样哈？它要加在 V1， 而且 V1 一定要过去式。好，然后呢，不久之后它有 V2 出现。这样可以吗？以前的那个文法书是没有规定它 V1 一定要过去式，可是我们上藏语中级发现98%以上都是过去式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过去式。好，因为它这2个动作必须要是相对的哈。可是它的解法跟这个表动作先后的，我们2个都有哈，跟哪不一样？同学一定要知道哈，不然你会误会 day day 忒跟哪的含义哈。首先 day day 忒是代数词的意思，就表示说。语义未尽，仍待说明，对不对？然后加在动词词根之后，就表示说这个 V1 呢还没有结束，我待会还有 V2 会出现，这样可以吗？好，代数词的原始意义就是 V1 之后还有 V2， 语义未尽，仍待说明。好，然后你看如果是 V1 过去式加上哪，再加 V2， 那因为重格的最高宗旨是表示动词
动作的来源，对不起，表示动作的来源，所以它这里的意思是说 V1，对不起 V， 好，因为这个哪是重格，不好意思啊，好，因为这个哪是重格哈，所以当它加在动词词根之后，表示第二个动词的来源是第一个动词，这样可以吗？好不好 ？V2 的来源是 V1， 好，我有写了哈，假设我讲错，OK。好，这跟昨天的做一个补充的说明哈。然后我们的那个极乐净土祈愿文里面，我们就有那个哈，就是生以莲花开放时，好，见呢贝妹卡切 day 两个都有用到。好，吕登提拉上给秀，像那个句子就是很好哈。好，这个是课本的例子哈。退北特勒庆 day 哈，听闻就近之后，文思修我觉得还是要啦，这个次第还是有，没有不太有可能直接修的，好不好？因为怕你走火入魔哈。好，我们来看这里的 V1 是这里这个是着的过去式哈，所以 V1 是使用过去式。好，然后当它加上 day 是表然后，一定会有 V2 会出现。好 ，V2 是这个。好，但是 V2 里面也有连接两个动词哈，主要动词是这个。好，然后它再加上合并的然，表示连接词，这我们之后会教。然后它会加一个能所的能。好，能所构词法的能的动词当 V3 吧。好，但是 V2 跟 V3 是并列的，这样可以吗？好，能承办的意思，好不好？这个 V2 也可以哈，这里的 V3 啦哈，就是如果没有这个 V1 的话哈，就是它是 V2 哈，就是第二个这个动词呢哈，可以放。我们昨天好像有讲，可以放好这个助动词。好，也可以放，就是这个次要动词哈，可以放助动词，可以放能所动词，也可以放去向动词。这我们那个动词的第2堂课，我们还会再讲一次，所以不用担心哈。那个中级还会再遇到，再跟同学讲。心经也有很多哈。好，来退北 13 day 哈，当你抵达了这个听闻的边际，好，就是听闻到达就近之后，这样可以吗？好，然后呢，才能够承办文所成义。好，这个推敦就是文所成义，这样可以吗？文思修，好，文所成义，思所成义，修所成义，这样可以吗？我觉得文思修还是要哈，这3个步骤还是要。好，来退北 13 day， 好，推敦逐不拉切，好，这个就表示说，我跟你讲，论点里面如果出现这样子 day 或是哪，就表示这2个是有次第的。好，第一个动作一定要先到达之后，你才有可能修第2个，这样可以吗？比方说安止跟胜观，你一定要先得到安止之后，才能够去修胜观。好，那不是代表你现在就已经修的安止了，它只是这2个动作之间的相对的时间概念，这样可以吗？好，藏文的动词的时态不是绝对的先后。好，这样先跟同学讲哈。好，然后再来这边是给威拱巴这 day 哈，寻求佛陀的密意哈，之后好，然后呢必须好，这里有个能所构词法的所，所以这个有点难了哈。好，这里的 V1 是这个，好，没关系，我们先看 V1 就好，而且它用的是过去式哈，而且它古代是有它在后加，它是它是催瓦的，催瓦好像是现在式，然后呢，催是未来式，没有哪着的。好，然后这瓦是过去式哈，但是它古代有它的在后加。好，那它这里使用的是过去式标准哈，然后加上 day 是然后 V2 是这里的 Nyamsu Langwa， 这个3个一起看好，它没有，它前面不是那个直接受词，不要猜。好，它是有一个拉类格哈，Nyamsu Langwa 就是零售、休息、实修，就是2连起啦
它等于娘连切啊，亲自取得觉受。那个娘属狼是它的未来式，哈，等于娘连切。好，娘属连等同于娘连切。好，但它这里使用的是未来式哈。为什么要用未来式呢？因为它后面用的是这个能所构词法。你看它也是哦 ，V1 然后 V2， 然后这里加上 V2 哈，要后缀加上去，再加一个连接词。好，然后这里是 V3。可是你没有 V1， 它就是 V1 跟 V2。好，那这个是能所构词法的所。好，那前面要配未来式，好，能要配现在时，好，所以呢，娘属人沃尔恰，好，来结尾拱巴这 day， 好，娘属人沃尔恰，好，寻求佛陀的密意之后，好，应当要实修，这样可以吗？取得觉受 ，OK， 就是这一句，这一句真的，我跟你讲，藏人两种说法都有，哈，就是这个腿。好，这个题，因为我跟同学讲哈，这里的 same gear 可以当名词，也可以当 same gear 是动词，这样可以吗？好，就是因为卡在这里的哈，这个可以当动词哈，如果当动词，它就是发心发心的动词哈，它也可以当名词，就是皈依发心的名称。你如果念 same gear 就是名词，如果念 same gear 就是动词，这样可以吗？好，然后这里的话呢，到底是动词还是名词，两个说法都有哈。好，这里第一句是大圣的发心，好，然后呢，第二句的话就是抢圣体觉巴乐，好，就是学习菩萨的这里的抢圣是抢救圣巴的缩写，这个要小心，有时候是抢救给圣的缩写，有时候是抢救圣巴的缩写，你要看前后文哈。它这里是抢救圣巴，菩萨哈，希求菩提心的勇士。好，它是它的缩写哈。抢圣给觉巴就是佛陀的，对不起，菩萨的行为，这里是名词，好，然后这个是动词，这个其实应该是 V2， 这是 V1， 这样可以吗？好，应该是说先发大圣的心，它是在讲道次第的，先要升起大圣的发心，才去学菩萨行。你没有发心，你学的那个不是菩萨行。他这里就讲他必须要遵守的次第，比如说要先得到安止才能够修圣观的道理是一样的哈。然后你要先这个听闻就近，才能够这个闻所成会，好，闻所成义，好，OK， 好，对了，有闻所成会，没错，好，那这个要跟同学讲，就是它有一定的步骤的哈，就是它就会用这个连接前后关系。可是我跟同学讲哈，也有上司会说这个是第一跟忒的忒，因为它有可能是然后，好，那也有上司说这是那。就是敌跟忒的忒，他说那个大圣的发心，好，然后省略 be 动词就是行菩萨行。也有上司非常坚持哦，他说那个大圣发心就是行菩萨行，可是不是，因为你要看它放在什么时候，因为这个句子我是没有去查了哈，这个句子应该是那个讲 salam ginam 下，哦，就是地道的建立，他讲那个次第步骤的时候，应当要 techenki sem ge day。好，要念 get 哈，来 take sem 记take 千记 sem get 好，然后抢 sem 记绝巴漏，这样看，要先升起大圣的发心，先发大圣心，好，而后才学菩萨行，它是有次第的，要先发心，那是门槛，好，这样可以吗？哈，我们再念一次来 take 千记 sem get day。我都念对哈，我们念题好了，来 take 千 key sem get 题哈，因为念康法音哈，好来抢 sem 记绝包漏，再一次哦，好 take 千 key sem get 题，好抢 sem 记绝包漏，好就是呢，先发大圣心，后修菩萨行，像这个就很麻烦，你就要问哈，这个比较简单哈，来恰这 day 虽瓦。
好，这我就不写了哈。这里的恰这是恰车的过去式，好 V1 要用过去式，加上对对腿，然后再加虽瓦，就是你要先顶礼之后才能禀告，好，就是才能祈请。这个虽瓦得可以当祈请哈，先顶礼而后祈请，这样可以吗？好，恰这对虽瓦，好就不写哈。然后呢，新借腿没拉鱼，先砍树之后才能放到火里去烧，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里的借也是刚刚我们那个倔的过去式，倔把的过去式哈。好，来新借腿没拉鱼，好，先砍树而后烧火，这样可以吗？放到火里烧。好，然后这个我也不写了哈。好，就是天空当中这个落是闪电 ，Q 是疾驰，这个我有加一个萨的在后加。我们不是上个礼拜，昨天寄给同学是没有萨的在后加，可是不行哈。如果 day 的话是要有那个要使用过去式哈，所以我帮同学改，我等下要重新寄给同学。就昨天的是少一个萨的在后加，因为它原来的教材是没有，可是应该要哈。好，所以天空先闪电。好，然后呢，大地接着笼罩在云雾之中，这样可以吗？好，闪电会最快，它比雷声还快，好不好？好，所以闪电的速度是最快的哈。好，我们来念一次，来卡拉洛 Q day， 好，这个闪电疾驰而过之后，这是 V1 哦。好，然后呢，萨拉穆巴 tip 啊，我还是写一下，至少我写 V1 V2 哈。好，这个是 V1， 太懒不行哈。好，加上 day 是然后后面会有 V2， 好，它的 V2 在这里，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个前面这两个拉都是一格，一个是天空，一个是地面。好，在天空中呢，闪电疾驰过后，好，接着大地就笼罩在云雾之中，这样可以吗？这句子多好。好，来看了 low Q day 萨了 muba tip，OK。好，然后再来是揭示主张，这个同学不用紧张哈，因为这个就是社类学里面常常会出现的哈，它会有一个有法哈，就是有一个主题，好，比如说什么为有法，然后是什么，好，然后呢就是后面它会解说原因，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主题加上 day 后面解释原因哈，比方说驴迪米大 day， 好，这个我们这个身体是无常的，为什么呢？它后面会解释原因哈。好，这个是它的定义哦，无常的定义。好，这个身体哦，驴笛只是代名词加在名词之后，这个是代名词哦，但是它加在名词之后就是只是代名词哈。好，这个身体是无常，省略 be 动词哈，然后直接放 day。好，此生好，身体的身啊，此生无常，为什么呢？它解释原因哈，因为 g j j 这里要当那个做个表方式。表方式哈，不能工具哦，哈，因为几把是不及物动词哈。表方式，它是怎么样坏灭呢？哈，因为它是以每个刹那坏灭。像我现在比刚刚那刹那还要老一点点，好，就好，这个其实是缘故，表原因，好，所以呢，驴笛米大得，此生是无常，为什么呢？因为 g j j 每一个刹那即被切了。因为每个刹那幻灭之故，好，所以刹那性就是无常的定义，这样可以吗？好，接近嘛是弥大北称逆哈，这以前我们都要背的哈。好，来杂缺间，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种因明论式。好，以声音为有法，有法是什么呢？就是主题。好，就我们今天讨论的一项主题，我们用声音来当成主题。好，然后它是弥大得，它是无常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举界音被切了，下面这个是音。好，这个下面这个音，这个是有法，这个是直接所立法。好，那声音是无常，是所立法，这样可以吗？好，这以前我们都要记得。那没关系，你没学音名就不管它哈。好，再一次来杂缺间，以声音为主题。好，米大 day 是无常，为什么呢？好，要叙说原因。好，然后呢，举界因被日期，因为是有违法的缘故，这样可以吗？因为是因缘合而来的缘故。好，然后你看，哎。这个我刚刚的嘛，对，
应该贴错哈，不好意思哈。好，再来是引出语义哈，加在总项之后，这个也常见在论点当中哈。反正我跟你讲，它的宗旨就是说我还没有讲完呐哈，然后有时候是可能他先讲一个主张，他后面说明原因；有时候是他先讲一个总，他后面会细分项目，好吧？反正就是这样，换汤不换药哈。比方说去逆约提，好，这里拍谁哈？不是这跟那的那啊，你要小心，因为你看，因为它前面它是动词，这样可以吗？好，然后呢，它刚好又是它的后加字，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一定判断它就是代数词。好，它不一定会放在名词后面、动词后面都可能哈。好，他的意思说呢，有两个法。好，那如果敌跟忒是一定要放在名词后方，这样可以吗？好，有两个法有两种啦哈，法有两种，然后还要有一点像冒号，然后然后再或是破折号，然后讲第一项、第二项，这样子，类似这样引出别，好，引出细目哈，好，有哪两个呢？好，来举介第一，好，然后并列连词汉，像这个连接两个名词一定是汉，不会是祈使句尾，这样可以吗？其实句尾它一定放句末。好，然后呢？刚刚是因为寄送它被裁掉了哈，它一定放句末，而且它前方一定是动词，而且最好是命令式，最好。好，那如果这样的话，它就是汉。那如果连接两个子句，就是并且并列连词，这么简单，这样可以吗？哈，而且如果你连接两个子句哈，你第一个子句的后面的动词一定要名化哦，这样可以吗？不然就会变祈使句尾。好，你要名化哈。好，来去逆约提，好，举介躺举马介。好，有为法跟无为法，无常跟常法哈。好，有为法是跟无常同义哈，所作性无常同义。吕马介跟常法好，跟我忘记了，好像还有一个同义哈。OK 好，然后这个也一样哈，来sim ge ba la ni day 哈，就是呢发心当中哈，这里的啦是一个一格。有点像有字句吧，好，没关系，就是一格就对了哈。好，这个same get 吧，哈，same get 吧，这里是名词哦，虽然它动词，但是它这里名化哈。好，来发心有两个，好，然后你看它有引出那个那叫什么别，好，有哪两个呢？哈，好，这 moon 被 same get 糖菊被 same get 哈，它的简答了哈，moon 糖竹口。这论点很多哈，然后这个是一个完结声，不要查，你查的话是听懂、听到，好，不要查，它就是一个完结声，有点像句点的意思。这我们下个礼拜一教，好，所以 same get 吧啦 need day， 好，发心当中呢有两种，好来 moon 糖竹口，好，就是 moon 被 same get 糖竹被 same get， 好，就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这样可以吗？还有吗？好，这个是科判啦，哈，我们那个很多论点科判都这样哈。唐波拉松 day 就是说第一个出科就是指第一个科判，这一定是法尊法示范的，哈哈，出科哈，就是第一项科判啊。好，第一个科判，第一项科判当中有三个的意思就对了哈。好，松。好，这是一个哈，第一个科判里面有三个哈，哪三个呢？好，第一个是九蛙，九蛙有时候翻前行，有时候翻加行，你要自己看好，就是它反正它就是承先启后的味道就对了。好，那这里可能要当前行，好，前行加行也可以哈。然后第二个是像这个也是并列连词汉哈，不会是祈使句的哈。然后第二个是温习正行，好，然后它这个也是汉。以前古代每个都会有汉，现在好像不用。第一个跟第二个有汉，或者最后跟倒数第一个有汉就好。口语当中哈，好，然后这个是结形，好，受不要查，它是牙齿，其他是完结声哈，这样可以吗？句点，这样可以吗？唐波拉松 day， 好，九蛙糖、温西糖、解手。好，第一个科判分三项，这个论点很多，好，然后加行、正行或是前行也可以。你要看情况，它有时候位在中间哈。那像这个位在最前方，我们可以翻前行。可是前行其实有另外一个字叫温珠，
论温桌一定是前行，九蛙你就要看一下，反正就是承先启后的那个就对了哈。好，九蛙堂温西解手，好，就是加行或且行、正行以及结行，好像没了哈。哇，好了，太好了哈！好，那我们呢？这个礼拜呢，我们教完了这个，除了这个诗词的构词，还有我们的钢骨结构，好，三大基本句型跟9种句型结构，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八转身每一个都有讲哦，哈，好，然后呢，还有包括这多塞2个了哈，不然以前我都不是这样教哈，就发现后面就来不及哈，就多塞2个格助词以外的不自由虚词哈，然后我们下个礼拜1的话会接着把不自由虚词讲完，然后礼拜2的话会上自由虚词。好，然后接下来礼拜3跟4的话，我们会上善说述王论，来为这个虚词做个总结。好，那我们这样上哈，你可以从我们善说述王论的课程去印证，其实我们的法光基础教材，就是被同学投书照本宣科，我不敢教的那本参考书。好，其实当中的虚词没有一个遗漏，真的没有，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好，那我们这个下个礼拜见。好，下个礼拜叫短差节妈节友，应该不用换那叫什么网址啦。好，因为那个同学好像根本没有报成功，好，所以我再补给他那个我们之前的录影就好了，不用更改网址。那如果他要换成藏语中级，那就直接换，因为他根本没有进来，好，所以不用担心。好，所以我们就不更改网址，好不好？好，那我们短差节妈节友，拜拜，再见。